筍到癲，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私生活直播台產品真係多，潮流生活產品每日都有靚貨。你想買嘢但又唔想去街，上去睇下直播，一齊 say 個 highway。專業主播視頻真係盞鬼，一家大細直頭可以當節目咁睇。你有嘢唔明即刻問就得，等主播同你分享下佢嘅心得，學得多生活方面更多。1+1+2+3千祈咪錯過，你買咗幾多都會同你送貨。我問你咁筍嘅嘢到底去邊度揾？我話買嘢，你話睇咗示範先。買嘢睇咗示範先。Let's go。買嘢睇咗示範先。買嘢睇咗示範先。喂，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喂，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私生活直播台產品真係多，潮流生活產品每日都有靚貨。你想買嘢但又唔想去街，上去睇下直播，一齊 say 個 highway。專業主播視頻真係盞鬼，一家大細直頭可以當節目咁睇。你有嘢唔明即刻問就得，等主播同你分享下佢嘅心得，學得多生活方面更多。1+1+2+3千祈咪錯過，你買咗幾多都會同你送貨。我問你咁筍嘅嘢到底去邊度揾？我話買嘢，你話睇咗示範先。買嘢睇咗示範先。Let's go。買嘢睇咗示範先。買嘢睇咗示範先。喂，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喂，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私生活直播台產品真係多，潮流生活產品每日都有靚貨。你想買嘢但又唔想去街，上去睇下直播，一齊 say 個 highway。專業主播視頻真係盞鬼，一家大細直頭可以當節目咁睇。你有嘢唔明即刻問就得，等主播同你分享下佢嘅心得，學得多生活方面更多。1+1+2+3千祈咪錯過，你買咗幾多都會同你送貨。我問你咁筍嘅嘢到底去邊度揾？我話買嘢，你話睇咗示範先。買嘢睇咗示範先。Let's go。買嘢睇咗示範先。買嘢睇咗示範先。喂，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私生活直播筍到癲，買嘢睇咗示範先，有好嘢有冇分享先？問你睇過係咪好用先？ Hello， 大家好，快啲入嚟公開翻佢出嚟，係咪靚好多咧？而家 ，Hello， 大家嗱，快啲入嚟先 ，OK 嗱，喳林扮聲，快啲入嚟啦！今日好多產品介紹俾大家 ，OK， 咁啊介紹隔離咧。係啦，阿靚女咧叫 Christine， 係啦，嗱，佢一陣間咧會介紹佢哋自家創立嘅品牌嘅一個洗面粉 ，OK， 呢個係正嘢靚嘢，係啦，可以洗出個未來嘅 ，OK， 係，即係如果大家你哋未揀一支嘅洗面嘅天花板嘅話咧，呢支係啦。係啦，就係佢試過無數咁多㗎啦，即係佢係一個真實用家研發出嚟嘅，即係上到幾千蚊嗰啲連卡嘟嘅入到去買又試過，可以用到自己去研發一件產品，佢覺得呢件好好咁樣咧，就介紹俾大家。咁講少少啦，今晚我哋嘅洗面粉咧
係全港首播嘅。佢係第一個咧，好榮幸地係啦，應該計先知係我哋私生活做係獨家係啦獨家，因為咧我話咁你有冇其他人冇啊？你第一間獨家咁樣，好榮幸 Christine 咧介紹啲靚嘢俾我哋嚇，咁我哋有我哋嘅御用嘅御用素人就海外嘅係啦，香港我哋都有御用嘅美妝 model 喺度嘅 OK， 咁啊 say 咗個 hi 先啦嚇 OK， 波波翠你好，跟住 Helen 係啦 ，Cindy 係啦，大家好啦嚇，嗱快啲幫手公開分享先，係啦，快啲幫手公開分享啦，因為咧其實阿 Christine 咧出呢個品牌咧，香港品牌，香港製造係啦，支持下係啦，支持下今晚 OK， 咁我哋咧就問一問啊，點解係啦會創立自己嘅品牌？佢自己有正職嘅 OK， 係啦 OK， 點解會創立呢個品牌出嚟咧？其實品牌就 Skin Loss 啦，咁啊，其實點解咧 ？Skin 大家知皮膚啦，Loss stand for 咩咧？係 normal skin、oily skin、dry skin 同 sensitive skin。咁我哋其實創立個品牌時間唔係好長時間。有時聲音有問題喎，係有咩問題？我哋少少技術上出嚟哦，太爆，係咪爆得滯？可能好。我哋兩個拉開少少。OK，sorry，係。我哋因為今日我哋用新咪，係。OK， 係，大家少少時間處理。而家好唔好啲？熄咗一部，唔拉開咗嘅。熄咗一個啦。可拉，應該拉開少少啲，係，好，嗱，而家得唔得？係啦，得嘅打個 Y 字上嚟先 ，OK，Hashtag，OK， 得嘅打個 Y 字上嚟嚇 ，OK， 大家而家冇啲啊？係啦，喂，原來咁有意思嘅喎，你嗰個品牌，係啦，其實 Loss 係 stand for 任何皮膚啦，正常啦、油性啦、乾淨啦、sensitive 啦。咁另外 Loss 嘅意思係點頭啦，即係其實希望即係我哋 user 即係用完個產品係點頭示好、認同咁嘅意思。咁個 brand 創立咗唔係好長嘅時間，但係其實我哋好針對其實係希望係香港人啱用嘅護膚品牌啦。因為即係我同我 partner 其實都係即係容易出粒粒啦，壓力大啦，油性皮膚啦，其實香港揾嘅又唔啱，韓國品牌又相對地好流，嗰啲歐美品牌其實即係可能個配方啊，個質地又唔係好啱，咁就好毅然覺得啱自己好中意，用到啱，咁啊做咗個品牌咁。咁啊呢隻產品我哋覺得係十分之好啦，亦都係即係創立以嚟係賣得好好。自己官網其實每一個客每一張單都買，咁所以即係覺得真係好好嘅東西，好想同大家分享。佢係即係佢大家分享，因為點解咧？頭先講到啦，因為佢自己比較油性啦，係啦，即係香港啲天氣大家知有焗啦 ，OK， 係啦，咁啊容易出痘痘啦，咁佢都講啊，我已經係上至韓國 OK， 去到連卡嘟啊，你講得出嘅歐洲嘅品牌一線啊、立啤嗰啲咧，全部試勻晒，都係揾唔到。頭先即係佢同阿 Sandy 曾經喺度講啊 ，Sandy 你唔好放棄佢，跟住佢話係啊，真係唔好放棄。佢話最先係咩咧？當人人都話嗰啲護膚品搽得好，得你自己試嚟試去試唔好咧，佢講出嚟嘅時間好有感情。佢話真係好失望，係啦。咁佢覺得呢件產品咧係帶俾好多人嘅事。你哋如果仲未揾到一隻好適合大家嘅護膚品咧，就可以揀呢一隻嘅洗面粉。OK，Dorothy 你好，大家好，係啦。隔離嗰位美女咧就係啦呢個品牌嘅係啦Skin Loss 係啦 Skin Loss 係啦嘅。係啦，創辦人 OK， 創辦人之一啊嚇 OK， 咁咧佢今日咧就係香港品牌啦，咁佢都講個品牌就唔係創立咗好耐啦，但係咧佢哋呢件品牌咧係佢哋網站自己官網裏邊咧賣得最好嘅產品啦，希望咧介紹咧俾新絲粉識，咁佢係純粹一個咧。其實佢都幾佛系嘅，其實佢都係，佢真係純粹係一個分享嘅心態去介紹啦。咁好榮幸啦，佢都揀咗我哋私生活做首播 ，OK。咁啊，全港係啦，暫時獨家嚟嘅 ，OK。咁如果你哋譬如你哋成日好泛油啊，
或者黑頭粉刺啊，又或者你哋唔想做一啲叫做擠暗瘡啊，或者要去用嗰啲叫做鏟黑頭嗰啲咧，呢支咧嘅洗面粉咧，佢係可以完完全全做到咧，幫你哋自然嘅黑頭粉刺自然褪出，係會令我哋個毛孔啊嗰個通道係打開嘅，咁令到我哋咧記住個皮膚嘅炎症所有嘢咧都可以得到改善，住你後續係吸收得更好。所以呢一支咧亦都係佢哋最好賣嘅產品。咁第二樣嘢咧，佢呢個咧嗱純天然成分嘅。OK， 係啦，入邊純天然成分嘅，係咪？嗯 ，OK， 咁佢入邊咧係有大米啦，我哋有白米成分，白米同埋有氨基酸起泡劑啦。咁啊，其次亦都有好強勁嘅保濕成分，可能大家都聽過嘅 B5 啦，同埋亦都大品牌有用開，即係 L 字頭嘅可能有用開海草素，咁都係一啲即係洗面乾淨得嚟，其實有保濕嘅，甚至乎好多客人都話咧。未試過用洗面粉係咁保濕㗎，即係對比起即係市場上，我哋可能去 M 字頭買開一粒粒日本嘅洗面粉，又或者係韓國洗面粉，即係佢哋都話孫呢隻香港製造嘅都 OK。同埋洗面粉咧，其實佢嘅好處係咩咧？佢係即係點講咧？坊間就個洗面粉就係唔想有咁多 chemical load 咗佢嘅朋友就係咧，通常都會用洗面粉嘅。咁但係咧通常咧就會好乾。咁有啲人咧敏感肌啊或者乾性皮膚咧就未必適合，而佢咧亦都落咗海藻，咁海藻咧即係L 字頭啦，即係嗰啲咧係啦，嗰個黃牌成分咧喺埋入邊，咁一路清洗嘅時間咧個保濕度咧都係非常之高嘅。OK， 咁如果咧大家我以前就用過 F 字頭咯。係啦，即係日本 F 字頭嘅洗面粉，咁係乾嘅，但係呢一個係非常之潤滑，同埋佢個起泡能力都非常之強，因為佢用咗氨基酸，咁氨基酸都係我哋皮膚所需嘅嘢啦。咁希望大家今晚係啦大力支持下。咁嗱呢個就係濕疹皮膚用唔用得咧？濕疹皮膚我哋就建議盡量可能唔好太強力嘅清潔，反而可能濕疹皮膚停一停個皮膚。咁但係其他即係冇發緊濕疹嘅時候正常狀態，其實夏天用係好啱，因為夏天好焗促啦，我哋會化妝啦。其實化妝女仔最驚就卸妝唔乾淨，咁清潔好重要。咁佢潔淨度十分之好，清潔得嚟保濕。清到黑頭，有好多客人就話用完其實去美容院做深層清潔，啲姐姐都話靚咗好多。咁其次就係油肌大外，即係一推到黑頭，最尾就係一洗就白，美白嘅功效啲客都好 impress。所以係美白啦、洗黑頭啦、夠乾淨潔淨三樣嘢十分之係impress 大。係啦，嗱佢美白功能係非常之好。咁我咁樣講啦，如果你濕疹咧唔係喺度發作嘅時間咧，用佢咧係冇問題嘅。除非真係濕疹咁樣喺度發作緊啦，你就先唔好用佢，啱唔啱啊？係啊，同埋濕疹皮膚我自己就覺得香港好 common 啦，但濕疹皮膚好容易嘅問題就係乾同埋痕癢。即係譬如可能洗面粉呢一類比較注重清潔嘅，我自己就覺得你真係再睇翻個成分，即係你自己而家用緊嘅產品，即係過往試嘅時候係咪有即係唔舒服啊，或者會驚乾。我擔心嗰位濕疹皮膚係怕乾。你再要維持好高潔淨度，係咪即係個皮膚個屏障夠健康？係即係呢一個係個重點。所以即係濕疹未必再自己就睇多少少。你個狀態邊類別嘅濕疹亦都有分唔同嘅階段。呢個就要細心少少處理。先咗教我 Y 字啊嚇 ，OK， 係啦，咁咧佢呢個咧同大家講咧，頭先都講到啦，佢如果大家你哋係想追求白啦，咁佢係一洗咧，佢係會咧記住啦，會好白嘅，一陣間我哋揾阿 Sandy 試下嚇 ，OK， 咁就會咧好白。同埋佢係做到嗰個黑頭粉刺個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咁而佢入邊咧佢有啲乜嘢咧？又有大米嘅成分啦 ，OK， 咁佢係幫大家提亮啦、美白啦，亦都可以去除多餘嘅油脂。咁入邊亦都係有一個叫做蛋白質嘅分解酵素，即係木瓜，係啦木瓜。咁木瓜咧其實可以咧幫大家咧，除咗深層清潔之餘咧，可以幫大家咧分解啲多餘嘅角質嘅。咁角質咧鋪得多喺度咧，都會影響我哋個皮膚個代謝啦、後續嘅所有吸收啦，咁如果大家平時我想一路洗面嘅時間可以順便去埋角質咧，呢一支係幫到你嘅。咁同埋咧
非常高嘅。嗱，佢呢支嘅評價咧，佢哋咧就係非常之高嘅保濕度同埋提亮，抗炎嘅效果都係非常之好啊！入邊有海藻糖啦，咁海藻糖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大 brand 都用噶啦。咁入邊亦都有 B5 嘅成分咧，係屬於咧醫療級噶啦，係啦嘅成分啦，幫大家係深層保濕。因為如果大家你哋平時有用開一般嘅洗面粉嘅時間咧，你留意下就會好乾嘅。而呢一隻咧，佢哋就唔乾嘅，咁同時個保濕度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好。咁如果呢一隻咧，因為始終阿 Christine 就係香港人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特別咧，知道香港人咧嘅天氣就係、哇，又好立啦，好焗啦，毛孔好似唞唔到氣啦，時時好似哇，時時都好似哇焗住，令到你有好多暗瘡啊，油脂分泌好高嘅時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OK，咁嗱佢咧同其他嘅品牌咧個分別點解你要選擇佢咧 ？OK，咁你可以睇下啦。嗱，佢係4毛㗎嚇。如果你追求一個係好天然嘅 ，OK，咁佢冇直靈啦，係啦，冇一啲叫做記住啦，美白嘅色素喺入邊啦，即係假色素，即係你洗完有啲好白係假白㗎嘛，佢冇嘅，冇酒精，係啦，冇 BHD，OK，咁佢係真正咧係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咧洗到去潔淨。光亮嘅效果，唔係嗰啲洗完好白啊，跟住轉個頭啊，又好似反黑咁樣，佢冇呢一樣嘢嘅，對唔對啊 ？OK，咁呢個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嗱，大家咧一樽係咁樣嘅。OK，咁純天然成分㗎啦，入邊係啦冇 chemical 啦，任何肌膚都啱。OK，咁咧而家咧請我哋素人去洗一洗先。OK，係啦，咁阿 Christine 咧教大家用咧，係啦，即場示範俾大家睇。OK，嗱，俾個位嚟坐下。咁呢隻其實就80 gram， 你見到都好大支個巨型，好大支個巨型嘅。咁我哋而家試即場洗面啦。好。咁平時洗面嘅時候咧，佢就攞個掌心啦，倒喺個掌心度啦。咁大概係5蚊，係5蚊咁樣，係啦。OK，咁其實一支係用到4個月嘅。一支可以用到4個月啦。其實你大家預就可能即一個夏天就用晒。咁今次仲有特別嘅優惠仲抵，咁陣間我留翻俾想會講。係啦咁樣。好，咁我都倒少少俾你先喺手心。咁我大概就5蚊咁份量啦。你再加少少水落去，加少少水，係啦。咁我哋因為純粹喺office 就未必洗手盆，係啦。你見到一搓就即刻。好豐盈嘅泡沫係，見到一搓咧呢度，你喺呢度，係啦，你有鏡係啦，好豐盈嘅泡沫，睇到打個 Y 字啊嚇，嗱，好豐嗱佢呢泡沫咧完全唔需要好費勁去起泡，佢入邊佢係冇起泡劑㗎，全部係靠佢個天然嘅氨基酸係啦，去做一個起泡嘅。咁氨基酸咧可以咧補充翻我哋皮膚咧所需嘅營養，嗱見到嘛 ？OK， 親膚度好高嘅，親膚度好高。嗱而家咧我哋就同埋好滑嘅，其實就算起完泡唔係嗰種鞋雜手，好似清洗潔精咁樣，係好強烈，係3區都可以摸下，係好滑嘅，OK， 好滑嘅 ，OK， 即係個泡泡係滑捋捋。嗱而家咧睇下你洗面啦，嗱你部機喺度。咁我哋可以試洗半面啦，同埋洗半面，洗鼻頭嘅位置啦。咁你見得到咧？唔好意思，你唔好洗得咁快先，洗半面好啦。係啦，另一邊先，呢邊。大家見到咧，Sandy 咧佢個鼻頭咧係啦，都係比較粗少少啦。咁其實佢可以將入邊嘅污糟嘢咧，全部幫佢褪晒出嚟嘅。咁洗個過程裏邊咧，可以咧大約話捽幾耐啊？可以將佢譬如呢啲暗粒啊，或者佢毛孔大嘅位咧，容易藏污咗，容易褪出嚟。T 位就再打圈，再磨多少少。係，再磨多少少。係啦，溫柔啲，溫柔打圈係，但係唔使咁大力嘅，靚嘅塊面。係啦，使埋個額頭。係啦，好，大家唔使夾，我厭啲嚟下手啦，係啦，好赤裸嘅其實都咁樣洗面，冇化妝你諗下，係，即係係，因為有客人都係曾經生過好多瘡，咁有食藥啦，就睇皮膚科醫生啦，咁佢就好靠支洗面去再幫佢探啲黑頭，係褪翻入面有膿嘅瘡啲污糟。有膿嘅瘡佢都可以幫佢褪到出嚟，係即係少啲石頭瘡嗰啲係都係可以，因為個成分天然係唔會傷害，亦都冇刺激性，係啊，所以絕對可以。你研發咗呢支嘢搞咗幾耐啊？都十分之困難，都接近2年嘅時間。最困難個位係
你要維持好靚嘅成分，又要有保濕，但係同時喺一個粉嘅狀態揾啱嘅，又要令佢穩定啦。因為我哋 B5 都試咗好多隻，但有啲試完就保濕度又唔啱，有啲起泡度又慢，有啲就可能磨砂感好強，但係又唔夠溫和，所以都即係屈膚咗一段時間。係好嗱，而家睇下 Sandy 先 ，OK 嗱，大家係啦。Sandy 本身都白嘅，其實本身佢係白嘅，淨本身佢係白淨嘅，但係有啲可能會容易有啲暗係有啲暗瘡，所以佢有暗瘡嘅時間會俾人容易望得到嘅，因為本身個底比較暗瘡係任何都望得到嘅，因為暗瘡都紅同埋有時會即突出嚟咁樣。係，但係 Sandy 多唔多化妝？冇。我見到啲黑頭，我見到個粒已經個米已經。哇，係啊，係啊，嗱，真係要俾大家睇下先。開晒啦個鼻，其實嗱係大家好明顯，望到係呢個位置已經係推一推，其實已經出㗎啦。望到大個位置啊，喺呢個位置，呢粒佢係明顯咁樣褪咗出嚟嘅。OK， 哇，係即係呢粒呢邊係啦。好明顯，即係你完全係唔需要去再擠，佢係用完全可以將你嘅黑頭粉脂一洗嘅時間咧，將你入邊嗰啲污糟嘅深層褪咗出嚟。嗱，睇到打333，哇！真係好誇張啊呢一粒。OK，平時洗面就輕輕推一推佢，等佢慢慢浮出，同埋 keep 住早晚用。特別而家香港夏天咧，就更加容易褪出污糟嘢。唔好即係要去學擠黑頭，或者刻意去夾硬逼佢出嚟，其實佢可以自動排出嘅，即係當個成分好，係啦，哇，即係接住噴咗出嚟，同埋都見到係有白度嘅，呢邊係暗啲嘅，白出翻嚟嘅先。Sandy 有少少印，哇，唔使睇啦，你望到啦，大家望到啊，嗱，有少少印，係啦，嗱，佢嗱就可能後生因為睇印就明顯，你呢個印呢個顏色素同呢邊嘅色素，你見到個印。淺色咗明顯嘅分別，咁樣先睇到。我哋冇搽粉，冇剩啊嚇，係啦，冇睇 filter。嗱，我俾翻張相俾大家睇。頭先咧 Sandy 洗完之後咧，就係明顯係褪咗呢粒嘅呢度嘅部位，大家嗰啲粉刺啊、黑頭咧，佢係自然就褪出嚟嘅，見唔見到？即係佢頭先係喺入邊咧，嗰度叫做咩？封閉式啊，咁有時你如果間擠咧，你係會破壞我哋毛囊噶嘛。咁你用佢咧，呢度有粒，係啦，呢個鼻側邊都係啦，有粒。見到其實係出咗嚟，係推一推就應該係啦，就褪咗出嚟就唔使以前就可能你唔知佢喺入邊，佢勾住咗，你又睇唔到。而家你係明顯見到咧，佢入邊啲黑頭粉刺咧自己褪出嚟係非常之好。咁咧嗱，頭先咧你咪有個客戶咧洗嘅時間咧嗰個好大個對比，你話佢用完之後好開心咧，係啦個媽媽即係要俾大家分享下。有兩個俾大家睇啦，一個係客普通客，都係10幾歲，佢係洗完一次，佢係擠到成粒，你見到個鼻頭見到。係見到，係啦，咁佢都好 impress。佢之前都有用洗面粉，就係用 F 字頭。係等我講，係嗰時我最出名。係好明顯嘅。係啊，係嗱，大家俾大家望下先，見到嘛？就係咁樣。洗完之後咧就會褪出嚟啦嚇，嗱聽到嘅俾啲333先 ，OK。跟住咧頭先佢話咧，佢話有個客人佢係又要睇醫生啦，又要食類固醇啦 ，OK。係啦，成頭爆晒，即係好似頭先話齋，即係大家即係最出名嗰個暗瘡品牌，即係 Clean 咁嗰啲啊，OK 就係呢啲 ，OK 嗱呢種 ，OK 係啦，見到嘛？咁啊見到，跟住咧，然之後咧，佢淨係用冇再睇醫生，淨係用佢哋嘅洗面同埋佢哋成條拉嘅護膚品，見到嘛？即刻大約洗咗幾耐度咧？呢一個大概2個月左右。2個月 ，OK 就可以變成咧咁樣啦。OK，佢冇做任何針清，冇做任何 treatment，亦都冇用好多好刺激嘅產品，就純粹用晒我哋成條 line。咁當然其他產品就冇 cover 啦。咁大家見到其實佢呢個用家咧都係個小朋友嚟嘅，係啦，即係小朋友都用到，即係媽媽都好放心俾佢用，幫佢解決暗瘡嘅問題，其實都俾到個信心大家。係 OK， 好咁。先至你用完你洗完面，你覺得係咁你感覺？因為我之前都試用過其他嘅洗面粉，佢洗完係真係會，尤其呢啲地方係會勁乾嘅，係好繃緊嘅。但係你白光多又，你半邊面你一陣間洗埋個半邊面，我梗係要啦，係都冇行，係喎真係滑過而家。係啊，係
係啊，係直頭即時洗即時滑喎。係啊，因為我望下先。我真係以為洗面粉係會乾啲嘅。平時洗面粉係會乾同埋慢㗎嘛。係你直頭係乾淨咗，同埋咧呢啲褪幾下咧，我覺得做一樣嘢，我想幫你知，係啊，忍唔到嘅，我諗係你攞埋副鏡就。即係我做呢樣嘢就係你唔需要有啲咧，其實黑頭粉刺咧，當我哋毛孔咧長期可能化妝啊、搽護膚品啊，或者我哋落妝唔乾淨啊，或者一般嘅防曬啊，會令到佢係我哋個毛孔閉塞，佢藏喺裏邊咧，形係啦，會形成一啲大型嘅一粒粒嘅記住石頭瘡。咁用咗佢咩好咧？佢真係能夠打開我哋嘅皮膚嗰個記住啦毛孔個通道，咁令到好容易就褪出嚟嘅。OK，咁其實咧 Christine 咧亦都識好多名人啊，係啦，啲係 KOL 嗰啲係啦，都有用佢哋嘅產品咧，都講咧係非常之好，因為佢識嗰啲朋友裏邊都 KOL 啊，或者一啲記住明星啦嚇，咁我哋有時落妝嘅時間用佢都覺得個保濕度咧係非常非常之好嘅。OK， 又白啦，保濕度啦，同埋即係清咗黑頭污糟嘢啦。咁有時候咧，我知有啲客可能唔常去美容院嘅，咁其實佢有支洗面安心啲咯。有啲客未必會成日做針清或者深層清潔，咁有洗面幫忙，其實就唔使驚化妝或者出街污染，即係令到皮膚。即係有咗佢，大家係針清嗰啲都唔使做嘅，其實。有個客就用完再細支，跟住再買大支，跟住再 keep 住每2-3個月買。咁佢自己堅持買落去就因為佢去同時有做 treatment，即係嗰個針清嘅姐姐就話你乾淨咗好多，冇乜嘢擠出嚟，咁佢好開心嘅繼續買。因為相對嚟講，其實即幾廿蚊嘅洗面，即係除翻開啦，咁你做 treatment 即係佢都覺得慳咗。係，同埋做針清，我覺得係虐待嚟嘅，係一種虐待嚟嘅，即係唔可以太依賴咯。你都要幫佢自然排走，即係身體皮膚嘅嘢，佢污糟可以排得走，你又唔需要刻意去傷佢或者刺激，因為即係針清個手勢啱唔啱啊？你皮膚狀態係咪即係適合做啊？會唔會再刺激敏感？亦都即係當然揀美容院其實。即係佢哋啲衞生情況會唔會令皮膚敏感啊、受感染，即都係一個考慮。OK，油脂粒可唔可以幫到咧？絕對可以，絕對可以啊！係啊，用落咗佢油脂粒啦，會快謝咗啦，第一，同埋第二佢啲污糟嘢褪咗出嚟咧，其實都係容易平坦咗。即係有啲暗瘡印啊、油脂粒啊，呢啲係一定 OK， 甚至乎好似阿 Sandy 嗰啲毛粗，但係洗完之後咧，佢都容易褪污糟嘢出嚟㗎嚇。OK， 幫助更新，咁所以其實你啲痘快消咗，咁污糟嘢排走快咗，咁你又清潔夠乾淨，咁相對皮膚白淨度又高啲啦。所以3個好強嘅功效，我哋覺得即係一隻洗面又做到，跟住最冇刺激，其實都好。即都好理想，係都好理想嘅，大家。所以咧，佢有個名啊，叫做洗面界嘅天花板。嗱，洗完咧，第二樣嘢咧，嗱有啲人我冇黑頭粉刺，咁佢會幫我哋自己褪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佢係可以洗完之後咧，油脂角質唔會堆積之餘咧，係可以改善我哋嗰啲好暗黃啊、暗沉嘅肌膚。OK， 洗完咧，除咗保濕之餘咧，第二樣嘢咧，佢係白嘅程度咧，一洗咧出晒名㗎啦，係白嘅。OK， 三姑呢個產品咧啱唔啱長者用啊？70歲有冇沖涼啊？係啊，梗係啱啦，係啦，其實冇分嘅。因為其實如果除咗70歲、60歲都好啦，咁我簡單啲講啦，其實你哋個皮膚嘅成個身體嘅代謝都會慢嘅 ，OK， 咁個角質都會多嘅，所以點解隨住年紀越大咧，你可能唔會係黑頭粉刺，反而頭先阿 Roy 講嗰隻啦，油脂粒。OK， 咁其實都係一個堵塞嘅一種，咁你用佢咧，佢可以幫你哋舒緩，即係幫你哋慢慢咧去褪走出嚟嘅。OK， 咁同埋咧我中意佢係純天然成分啦。OK， 唔會有任何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頭先講過啦，冇直冇假嘅美白成分，冇酒精，冇 BHT。OK， 咁純粹咧係用一個，同埋大家用洗面粉有咩好咧？嗱呢啲就係佢哋個好評啊。OK， 係啦，洗咗一次啫，係啦，成個鼻乾淨晒。
係啦，如果你好想喺屋企咧個鼻乾淨啊，或者 T 字或者係夏天咧，我又唔想貼黑頭貼毛孔好大啊，又唔想踩又唔想搞其他嘢咧，用佢。咁同埋如果塊面係特別多油或者皮膚暗黃嘅朋友仔咧，呢個咧你洗完亦都可以白。換句話講係任何皮膚都啱，你追求白嘅，或者你想控制你嗰個油脂分泌嘅 ，OK， 甚至乎好溫和地褪走我哋記住毛孔裏邊污糟嘢，而又唔傷皮膚，同時間養膚咧，呢一個係好，因為佢係清潔力強之餘咧，同時係養住你哋嘅皮膚，因為佢用大米啦、木瓜嘅酵素啦、B5 啦，同埋記住啦海藻啦，海藻大家知啦，特別成日用嘅，因為佢嗰個保濕成分係非常非常之強。咁我哋成日都講噶啦，護膚第一步係咩啊？清潔啦，真係嘅，即係你清潔唔好嘅，譬如我哋唔好講話，可能大家我冇化妝啊三姑咁樣唔緊要，咁大家都會搽防曬噶嘛。你知防曬你落得唔好，係真係會 block 住你個毛孔嘅。咁你用佢去洗咧，亦都幫到你啦嚇。OK，嗱我哋講一講個價錢先嚇。嗱今日咧 Christine 咧係啦，佢係嗱大家支持下香港品牌，咁佢自己研發咗2-3年啦，因為佢自己遇到個皮膚問題啦，咁我話真係用好多都唔得，佢直接嘅去研發成分研究 OK，咁呢一支咧佢哋喺網站啊嚇 OK， 嗱全港首貨 OK 係啦一個價錢嗱一支咧，佢個名叫咩啊？拋光瓶洗面粉，即係你用咗佢，你成塊面拋光咁靚，好似有 Christine 咁靚啦。OK， 係啦，咁而家咧一支係80 gram 係大嘅。嗱佢之前咧啲皮膚咧都係爆晒粒粒嘅，係啦，都係靠佢咁啊80 gram。OK， 係啦，攞鬼走咗添啊真係，係啊開始俾你拎走咗，係拎走咗，佢太愛，係啦，佢拎咗去繼續洗嗱80 gram， 咁呢個係大。呢個大支係啦，大支裝 OK， 咁咧你預一樽咧係用到4個月度 OK， 4個月度啊嚇，咁咧今日買咧嗱佢哋咧買係448蚊，呢個都係官網嘅價錢咯，448 OK， 咁嗱4個月㗎4個月你平均係講緊都係81蚊到84蚊到1個月啦 OK， 因為一啱係用到4個月，同埋咧有啲人用開咧洗面粉咧係真係唔用洗面膏、洗面奶嘅。哇！你白咗3攞啫，你過嚟睇下，好開心！你塊面係光，真係拋光嘅喎。你想問另外一邊係啊，你懟直條頸，要搽嘢啦，你懟直條頸，你懟直條頸，都好爆。見唔見到條頸係塊面有白過條頸？係啊，幾黑啊條頸 ？OK， 係真係白嘅，光澤程度係非常非常之好，係啦。原來就係拎走咗。係啦，佢洗咗。OK， 嗱80 gram 448。嗱今日我哋買咧。絲分活係啦，獨享全港首貨，咁大家咧係值得買嘅 OK。嗱而家買係幾錢咧？買1送1 OK， 即係加1有2支，咁你平均係220、222，等唔先224一支 OK， 即係平均咧224一支咧，你可以使到8個月嘅話咧，平均係講緊56蚊1個月嘅啫。咁我頭先就問埋 Christine， 我話哇，咁咪可以夏天可以洗下呢啲手踭啊咁樣，都好明顯。咁佢話自己多數洗心口嘅，係啦，因為佢嗰啲有啲人譬如背脊好多暗粒嘅朋友仔啊，油脂粒咧，你哋可以去洗。嗱而家平均係講緊咧買1送1 OK， 加1已經有2支啦，個曲係 CC OK， 咁啊全部係新期嚟㗎嚇，全部新期，咁咧係講緊咧。係啦，多謝晒嚇，新期嚟嘅，咁啊嗱448係啦1支啊嚇，咁啊1支係用咗4個月啦，咁我哋咧今日係買1送1啊嘛，咁啊除2啦，咁啊平均係224蚊 OK， 咁係1支就係用咗4個月再除4啦 OK， 平均係講緊56蚊1個月，咁大家咧如果你哋有用開一啲同埋佢入邊嗰個成分咧係米啦，同埋木瓜嘅酵素啦，佢個成分咧個效果咧都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佢個 CP 價值亦都係高啦，亦都有海藻糖嘅成分，可以打破咗咧我哋洗面咧係特別乾啊暗啞嘅朋友仔咧，你哋就可以用到呢隻啦 OK， 咁嗱呢一個咧大家嗱買1送1，咁你哋收到貨嘅時間咧係咁樣嘅 OK， 嗱1盒嘅係啦1盒 OK， 咁啊1盒啦，咁入邊咧就會包含晒俾大家嘅2支 OK， 入邊已經有齊晒啦，所以咧呢一個效果係幾方便。幾時過期啊？隻可能嚇？幾時過期？可以用幾耐？2028
係啦。 2028 2028年係啦，即係有係用㗎嚇，大家 OK。咁呢一個咧係阿 Christine 都講啊，你肯去試嘅話咧，係一定會有信心翻嚟買嘅一個嘅洗面粉，係你包你未用過咁正，因為佢嗰個天然起泡劑個份量啦，所有嘢咧都係落得咧係非常非常之準嘅，同埋咧一洗就逼滑，同埋佢可以將入邊啲污糟嘢咧褪出嚟嚇。咁嗱睇埋先嗱，如果我哋平時嗰啲心口啊、背脊嗰啲暗粒咧，都係可以倒少少，跟住捽。係啊，倒少少捽去膜，係啦，加水，跟住就打圈搓佢，跟住洗，係明顯見到係白好多，同埋真係會個粒粒會出咗嚟。係，因為我自己係我成個人身體代謝係容易出粒，即係唔係淨係面咯，手我個心口同埋背脊都用，咁我就會照 keep 住用。係有少少奢侈嘅，我覺得平時用。係，咁但係減價買一送一，係啦，呢個價錢咁相宜咧。其實用咗8個月，其實夠晒成個夏天。跟住你着背心吊帶，跟住你用嚟喺架底啊，或者手踭，絕對係一洗就白，又去到黑頭咁十分之好。嗱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 ，Anita 呢個問題嚇。咁咧佢咧就問咧洗完冇乾啦。嗱佢點解Christine佢自己要研發咧？咁講緊個洗面粉咧就係第一個 concept，洗完會好乾啊。嗱佢入邊咧嗰個成分咧，你放心。嗱佢入邊咧除咗有白米啦，嗱入邊有甘草啦，入邊有木瓜酵素啦，呢幾種係幫大家去角質啦、抗炎啦，同埋提亮膚色嘅。但係佢保濕裏邊咧，佢即時俾翻你，佢入邊有海藻糖。海藻糖其實簡單啲講啦，大品牌 L 字頭綠色嗰隻，好出名嘅海藻糖就係嗰個，係保濕成分係非常之好，入邊亦都係有 B5 嘅。OK，咁呢兩種咧，佢 B5 嘅配方佢頭先自己解釋過，我都係試咗好多隻，我試到一個係濃度係記住啦，補水裏邊係最好，所以我咪講咯，佢一路幫我哋去角質，一路幫我哋打開我哋個毛孔褪污糟嘢，同時係幫我哋係養緊膚、補緊水，個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咁嗱呢一個咧係非常之溫和嘅成分嚇。咁呢一個咧而家係講緊咧448買一件就送一件 OK。咁一支咧講多次咧係用到咧嗰個叫做咧4個月時間。今日你買一送一咧係講緊 total 係有咧。兩支係使到8個月㗎，咁啊個到期日唔耐㗎，2028年嘅 OK，2028年個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咁嗱唔乾㗎嚇大家，同埋洗完咧，如果你係想咧一個通透咧，你哋就可以用佢。嗱主要嘅成分咧，咁點解佢可以做到咁白咧？就係一個大米嘅效果啦。咁大米其實可以激活翻我哋皮膚啦，幫我哋去除油脂啦，同時咧去除多咗個角質嘅。咁入邊亦都有木瓜酵素嘅成分啦，疏通晒大家毛孔 ，OK， 咁令到咧我哋咧唔好咁容易爆粒啊、石頭瘡啊所有嘢。咁如果大家一樣嘢，你哋CP 值極高嘅，多謝大家嚇。咁如果你哋咧譬如皮膚你有蠟黃嘅朋友仔，你可以用佢。千年黑頭粉刺亦都可以用佢。下巴好容易生痘痘嘅亦都得，係啦，甚至乎咧特別容易生暗粒嘅朋友仔咧。用佢咧，亦都係非常之正嘅。嗱，呢個價錢咧，大家咧真係可一不可再，係啦，真係可一不可再，係啦，係咪啊？未做過咁。淨係私生活先有呢個 offer。係，淨係私生活。同埋買一送一，大家可以同朋友夾啦，屋企人一齊 share 啦，或者係即係可能真係油性肌，真係2支，我覺得夏天係十分之好。頭先有人留言就問，即係其實使唔使用起泡球？咁頭先你錯過咗可能示範啦，先至有啲示範。我再整個。我哋一嚟其實就一掂水已經起到泡，所以絕對唔需要再額外加起泡具咁煩啦，因為又要洗個工具，又要儲存，已經又唔需要去發，驚佢發毛咁樣。係啦，呢樣嘢唔需要太擔心。大家就咁樣啦，係啦，即係5蚊銀咁大就得㗎啦。咁然之後咧，係啦，咁你哋就加少咗水啦 ，OK。咁你就一放落去咧。我第二樣嘢欣賞佢啲乜嘢咧？你坊間嗰啲咧係好鬼死細嘅，你一擺水落去咧，佢係飛到周圍都係嘅。佢呢一個係冇嘅，係啦。原來佢啲泡咧係好容易，已經係好綿密嘅。嗱，入邊個氨基酸個濃度都係高㗎嚇，全部佢個起泡咧係用氨基酸，係啦，氨基酸100% 氨基酸去做嘅，再加埋大米啦、木瓜呢個酵素啦、頭先話 B5 啦、海藻啦，呢啲記住補水嘅成分啦，一次過幫你提亮美白去角質 ，OK， 甚至乎同時間幫你補水，係一步到位嘅。即係有時我哋即係就咁洗下呢啲，即係而家講緊你知唔知？你唔好睇少喎，哇448蚊，哇好奢侈啫！講緊用4個月
OK，咁你平均係百零蚊。OK，第二樣嘢就係加少少水見到個皮又再豐盈，見唔見啊？再同埋其實好滑嘅，即係可能係啊，未必剪先啦。好滑，真係滑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哋買到買一送一啊嘛，咁而家兩支係講緊 total 8個月。咁有時如果你背脊勁多暗粒啊，甚至乎嗰個叫做心口有暗粒啊、頸啊，有啲人咧頸咪好多暗粒嘅位置啦，你可以洗。咁你甚至乎油脂粒啦，係啦，黑頭粉刺嘅地方啦，個仔打波打籃球嘅油性皮膚咧，呢啲咧係必入嘅。咁佢洗完之後咧，嗰、個白淨度咧嗱，完啦。哇！你望下，對比下攞埋嚟，你望下，你望下，哇！真係啊，我比你咁明顯啊！你翻去洗埋我，見唔見到啊？即係嗱，你睇下，淨係你問我而家，你買嚟收收波你都抵啊！係啊，因為除翻開每個月50幾蚊啫喎，其實係即係你去買啲好平，啲成分勁差，係。都要啦，都明唔得啦，56蚊冇可能。同埋一樣嘢，佢全部係純天然啦。咁啊，第三一樣嘢就80 gram。咁我哋洗嗰個每次用5蚊銀啫嘛，5蚊你哋知唔知幾多啊？5蚊銀係等於5 gram 咯，係啦，係5 gram 都冇添啊。係啊，你每一次用5蚊銀咁大，捽少少又起到泡，又唔使搞其他嘢，同埋洗完之後咧，佢乾爽得嚟咧。係真係滑嘅，係滑嘅，同埋咧記住啦，通透度好高咧，通透度好高喎，即係兼且白淨。睇唔睇到啊？頭先嗰個睇到啊嘛，係啦。同埋如果你哋呢啲位咧有嗰啲暗粒啊，呢啲頸位係啦，下巴位啊，頸啊，顏色唔好睇。你用佢都係非常之好嘅。OK， 嗱，大家呢度你哋有冇問題先？OK， 係啦，嗱講多次啦，嗱佢哋官網咧賣緊係448蚊嘅。OK， 係啦，嗱今日我哋咧都係448買一送一。OK， 未試過嘅，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加支去試下。OK， 咁你哋如果揾咗一啲好多嘅因為點解咧？有啲人油性嘅皮膚或者暗瘡嘅朋友仔咧，我買啲深層清潔好勁嘅，但係咧佢唔幫你補水咧，做唔到抗炎啦。入邊都係有木瓜啦，同埋米同木瓜酵素嘅成分，佢係有抗炎嘅，同時可以幫你鎮靜翻我哋皮膚紅色嘅皮膚啊，即係嗰啲泛晒紅嗰啲，可以即時做一個襟單嘅效果。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嗱，自己就要真係落單，因為點解咧？阿 Christine 係未做過，佢係第一次咧，係純粹係我覺得係有，即係佢派台咧，同佢做生意嘅理念都係一樣嘅。我覺得好用，我整啲出嚟做下，佢真係咁樣嘅，係我覺得係佢真係咁樣嘅。即係你買一送一，第二支只用唔晒就俾朋友試咯。係啦，我哋嘅初衷係希望大家最緊要試完，即係覺得好再分享。我哋都好相信係 OK， 因為頭先示範咗，大家都會見到其實先至洗完個鼻黑頭，即刻係個粉刺一珠咁樣，見到個頭冒咗出嚟啦。個白淨程度十分之好啦，咁其次個保濕度好高，因為我哋之前研發個配方嘅時候有比較過市面上真係買得到嘅洗面粉，去到專櫃啦，去到日本品牌啦，開價品牌試啦，其實我哋係即係特別係我哋真係有 B5 同海藻糖個保濕成分係好重本，因為海藻糖唔平嘅，係。咁而 B5 咁保濕，但係一個粉劑嘅格式，其實喺研發都困難重重，困難咁所以都值得大家去嘗試下。OK， 嗱自己去試下啦嚇。嗱今日咧 Christine 咧就同我哋介紹到呢度啦，知唔知啊？咁咧如果一陣間咧你哋咧有問題，隨時問翻我啦。咁因為咧我哋仲有其他產品介紹，歡迎上嚟好啦，嗱大家係啦，多謝 Christine， 係啦，下次再嚟傾，遲啲再分享，希望大家中意個產品。好，繼續支持。係啊，OK， 好。好 ，OK。好，慢慢 ，OK， 好啦，嗱大家，嚟，好。我呢個大家呢個 Biba CC 啊，呢個洗面粉 OK， 咁呢個洗面粉咧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你哋咧就搓到佢起泡啦。咁你其實咧個效果細緻度亦都係 very good 嘅。嗱入到嚟嘅朋友咧，記得幫我哋公開分享下先 OK。係啦，嗱嚟啦。咁同埋咧頭先我現場睇下 Sandy 洗啦，哇佢一洗完咧，哇佢成排嗰啲咧〜
黑頭粉刺係自己褪出嚟嘅。如果你平時好懶去做呢啲，其實黑頭粉刺喺入邊多咧，唔好意思啊，收開我袋先。黑頭粉刺多嘅時間咧，你多謝晒嚇，你係會令到哇嗰啲污糟嘢係褪出嚟嘅時間好恐怖啊嘛，咁佢完全係幫大家褪走晒。咁呢一支咧，其實咧大家咧可能我開頭同你哋一樣嘅，講真，哇448蚊好似有啲貴咁樣，但係咧當我自己試完啦，同埋頭先阿佢先都講完啦，我一朝用4個月㗎，其實你維香百零蚊 ，OK， 同埋佢研發嘅過程咧都係比較難少少，因為點解咧？你要將 B5 同海藻咧要用一個粉嘅成分咧去做，因為如果用洗面粉佢個好處係咩咧？佢係真係完全唔需要落任何嘅起泡劑，純粹係天然啦。咁佢入邊嘅成分裏邊咧係可以起泡嘅時間咧深入我哋毛孔，幫我哋咧係啦褪啲污糟嘢出嚟啦嚇。OK， 嗱你哋有需要嘅就自己落單。OK， 嗱一支咧係講緊咧係講緊一支488蚊。係啦，買到係啦，買一送一加一就有2支啦嚇。咁你哋而家係講緊一支用緊4個月啊嘛，咁你平均都係講緊一支係講緊4個月，平均係講緊百零蚊一個月嘅啫。咁如果你買咗2支咧，就夏天用。我頭先咪講咯，你淨係洗下心口啊，背脊嘅暗粒啊，已經係好鬼死正啦嚇。OK， 好嗱嚟啦，跟住我哋咧就介紹下一件先。OK， 嗱嚟啦，大家。喺咪度嗱？轉頭呢個你哋重播落單，我同大家講，佢好用過咧。你問我啊，佢好用過咧。我噏我同事個名啦，佢好用過 Fancl， 男仔 Fancl 嘅 Fancl。邊個好用過？呢個咯，有個孩子啊。哦，我同事名 Fancl，OK， 明就明，一對嘅真係。明係啦，同埋個 CP 值真係高嘅 ，OK， 尤其是你有四我同大家講咧，如果你屋企細路仔啊，或者你自己啊，成日生嗰啲個石頭瘡嘅人咧，好難搞，你真係必須搞佢 ，OK， 好嗱嚟啦，嗱呢度 OK， 好嗱幫我公開分享先，嗱整個遊戲玩下先，公開分享出去啊大家 ，OK， 而家公開分享係啦。公開分享，我覺得你問我，我覺得而家維翻50蚊一個月咧，就係洗下手頭膏，洗下背脊啲暗粒啊，係啦，可以日日用，洗面粉係可以日用㗎啦。嗱，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Iris 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因為洗面粉咧通常咧佢去污力係好強嘅，但係點解呢一隻咧阿 Christine 呢隻佢可以日用咧？一樣嘢佢加咗海藻糖同埋一個 B5，嗱 B5 好多人話真係好普通嘅，但係如果你要將 B5 個濃度做個保濕嘅程度喺入邊咧係難嘅。第二樣嘢就係海藻糖。OK， 海藻糖其實係立啤入邊嘅成分之一。OK， 咁佢入邊係有嘅，咁佢變咗咧一路清洗，幫你褪污糟嘢嘅同時咧，佢係能夠可以將我哋嘅保濕成分補翻落去。所以你頭先留意下，佢有幾個客人咧，佢係生到個額頭爆晒嘅。OK， 即係好似積黏咁樣，積啲黏嗰啲咧爆晒嘅，有食類固醇有食，係啦，佢媽媽淨係睇一個咧好出名嘅皮膚科醫生都搞唔掂。咁乜嘢都冇得試啦，咁佢哋即係佢本身都係做啲升級客嘅，因為佢自己本身個正職咧係接觸藝人啦 ，OK， 係啦，即係啦藝人啊嗰啲啦，咁咧佢就佢有個 friend 咁啊俾一支佢仔，佢個女仔洗咗2個月，哇！直頭而家啲皮膚靚過 Sandy 頭先俾我哋睇，咁佢話佢成個過程裏邊冇去美容院啦，冇去做針清啦 ，OK， 冇去做一啲叫做能量機啦，醫生都冇睇，純粹用佢哋嘅產品。當然唔係淨係用佢嘅洗面粉嘅，佢其實佢旗下仲有其他產品，但係今日佢淨係帶咗一件黃牌上嚟，佢好想大家你哋用咗佢嗰個先。咁其實阿 Christine 去做嘢係幾務實嘅，我覺得。即係佢係純粹真係一個我件產品好用去介紹，係好值，係真係可以嘅。因為頭先有 Sandy 係一紮咁樣推晒出嚟，你知唔知咧？佢推晒之後咧，我已經好想試。係喂嗱，不過我哋攞啲電話嚟嗱玩個小遊戲先，係可以。因為點解我成日都講，喂你諗下喎，每一個禮拜如果你平時你貼黑頭貼又好，你去做鏟都好，吸黑頭肌都好。係啦，咁你有時你係好麻煩噶嘛，但係佢係可以自然褪出嚟。咁其實尤其是隨著年紀越大，個質越大，同埋你油性同混合性嘅皮膚咧，
都係比較麻煩嘅一樣嘢。嗱，控制又是夏天，我覺得幾值得買。第二樣嘢俾大家睇下先。嗱，洗完之後會偏乾啦，好多人都問啦，咁我答一答大家問題先啦。咁其實咧，洗完面之後咧，其實佢會將嗰個吸收力咧，將你嘅吸收力打開嘅。即時搽翻咧個護膚品咧，令你後續咧係非常非常好吸收嘅。咁嗱，第二樣嘢嚇，咁你正常皮膚計啦，OK， 脫皮令計下，咁其實你日日用都冇問題。第三，佢哋個配方裏邊咧係非常之溫和嘅，OK， 全部都係白米啦、木瓜酵素啦、甘草啦。甘草咧佢有抗炎成分，當我哋去到石頭瘡啊、暗瘡肌啊、黑頭粉刺暗粒嘅時間，呢啲嘢咧其實咧有甘草咧幫你做翻個鎮靜咧係非常之好，所以咧佢落咗甘草咧可以幫我哋鎮靜皮膚。OK， 咁我哋繼續嚟咯喎。嗱呢幾個問題咁啊，大家係啦，同埋佢哋自己係啦，真係啲客人話齋佢洗完唔乾，兼且係一洗即白，因為其實大家知大米咧即係白米咧有白米嘅成分喺入邊咧。佢可以令我哋皮膚係通透度，好似Adidas 咁樣最出名嘅咩白米係啦 Pidella 咁樣啦，都係白米嘅酵素之一。OK， 我而家懶得出去做飛圖，屋企有好多美容儀啊，自己用都好，唯獨是毛孔唔能夠徹底推乾淨。對。即係其實你毛孔，即係你能夠係推乾淨出嚟，即係你見到佢出嚟嘅時間咧，你係一撥就得㗎啦。如果你屋企做，點解你要俾人做針星？就係你要挑開個毛孔推出嚟嘛。OK， 喂，上關鍵字嘛，有冇個人整你個靚嘢？即係咪玩遊戲咯？係嗱，我哋咧玩遊戲嚟啦。嗱，大家嗱，我哋咧一陣間我哋仲有嘢介紹㗎。OK， 咁咧呢個嗱呢個大家記唔記得？係啦，瑞士品牌。Angel 係咪？我唔記得咗啦，係啦呢隻 OK， 係啦哇3個先啊，係啦呢個大家有冇用啊？有冇人用咗呢個？係啦，嗱我哋揀3個啊，係啦呢個係啦 Sweet Cup 旗下之中嘅一個品牌嘅面膜係啦，咁佢入邊係有 MMN 成分㗎，有 MMN 成分嘅，咁佢係分開2支嘅 OK， 咁大家咧第一先敷完面膜後敷安瓶，先面膜後安瓶，先面膜後安瓶嚇，有冇人用緊呢個？有打個有字先，先面膜後安瓶。OK， 嗱送俾大家3個，嗱呢塊嘢唔平㗎，係啦，瑞士製造嘅 ，OK， 瑞士製造嚇，咁呢個係好嘢嚟嘅，3個 OK， 嗱入到嚟嘅朋友記得公開分享出去啦，嗱我哋咧嗱今晚咧第一件產品咧就介紹完啦，嗱呢個我係建議大家買㗎 OK， 因為咧佢個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啦，咦係啦 OK， 係啦，同埋咧你知唔知佢幾好啊？佢特登咧為咗你私生活咧係做個盒。係啦，跟住咧好似鞋盒咁樣。係啊。你知唔知呢個盒成本幾高啊？佢哋特登做㗎。係啦，就咁樣啦。俾大家睇，咁啊一個鞋盒啦。OK。咁你哋可以上嗱用過咧，你哋上去官網買。OK。咁咧佢係入邊咁樣擺2支㗎。係啦，即係擺2支喺入邊咁樣，係啦，好靚嘅，OK，咁啊，因為我哋頭先攞出嚟，佢入邊嘅擺2支，咁令到大家咧，佢唔想大家，哎呀，整爛啊剩啊咁樣，好用心，大家都係支持下啲香港品牌，尤其是咧，好似阿 Christine 呢啲咧，係啦，自己有正職啊，又剩啦，係啦，都會去創業嘅，所以咧，你留意下啦，俾翻佢哋睇先，呢個係必要買嚇 ，OK， 嗱呢個見唔見到？嗱佢入邊咧講多次啦，係有呢個咧，點解咁難對焦呢個鏡咁啊？OK， 好，呢度，嗱佢有呢個叫做咧白米啦 ，OK， 酵素嘅成分啦 ，OK， 見唔見啦？白米酵素，佢係非常之容易幫大家咧褪走晒所有污糟嘢嘅。咁呢個如果你哋用開呢個係記住啦，佢個名叫拋光瓶洗面粉，洗完面咧，你塊面好似拋咗光咁。第二樣嘢，洗完之後，可以幫你褪出黑頭粉刺啦，跟住拋光啦，特別適合夏天啦，洗身洗頸，一支講多次啦，係用到4個月嘅，一支係448嘅，佢哋網站買下，咁啊平均係講緊就448啦，咁你平均448用4個月嘅 ，OK， 咁啊平均係112蚊1個月。咁如果大家你今日咧係買1支送1支 ，OK， 買1送1，你平均係講緊56蚊1個月。咁所以頭先我問佢，哇，咁我洗手踭啊、洗膝頭哥咁其實好好㗎。如果你嗰啲地方黑嘅話，平時我哋唔會叫啲客咁用，因為個成分真係太尊貴。針對性去油去粉刺嗰啲係必買㗎啦。OK， 好嗱，落咗單先嗱，跟住咧嗱嚟啦。
嗱，一陣間咧，大家唔好走啊！今晚咧，我哋會買呢個逆齡欣，有冇人聽過呢個牌子？逆齡欣係啦嘅 broker，OK，有冇人聽過啊嗰啲啊？OK， 係啦，一陣間我哋有超抵㗎，開團一次，OK， 下次再買未必買翻呢個價錢，真係唔好走。呢個係同大家講啊，佢嗰個降糖啦、糖分啦，幫我哋吸油脂啦、減油啦、減肥嘅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咁因為咧呢個品牌佢亦都有俾其他平台做咧，有平台嘅朋友仔咧食咗3個禮拜，食咗2個禮拜減2磅 ，OK。2個禮拜啊，減2磅 ，OK。咁呢一個一陣間我哋俾個靚價俾你哋，咁我哋去俾我哋個靚價私粉價 ，OK。咁係植物膠囊嚟嘅，素食者都可以去食嘅 ，OK。嗱冇肚屙嘅，因為點解咧？我自己食咗4、5日冇肚屙嘅，係啦，完全冇肚屙，係啦，同埋入邊咧嗰個甲殼素咧，我同大家講，我之前買咗一隻嘅品牌德國嘅，關於減肥嘅，係又係有甲殼素喺度咧，係好多客人咧食過咧都係 work 嘅，不過臨尾我哋係冇得即係攞唔到貨翻嚟啦，臨尾已經攞唔到貨翻嚟咧，咁我哋冇做，咁好耐都冇揾到有甲殼素成分咁高嘅一個濕條物，仲有靚價 ，OK。好嗱，而之後咧嗱，我哋一講少少先，嗱一陣間咧有冇人飲過呢個啊？係啦，嗱有冇人飲過呢隻？我哋買3個韓國嘅，一個叫做咧係啦，韓國係啦，韓國㗎。OK， 紅心飲係啦，有3種味。OK， 一陣間會開埋呢3個嚇，所以大家咧入到嚟嘅朋友咧，記得公開分享出嚟啦。OK， 咁唔係好靚啊？敷粉馬士咯，係喎，而家唔記得。你敷粉馬士，搽咗嘢，搽咗嘢都可以敷啊，唔關事。係啊，我而家每次都，我而家用咩？我而家用個靚琴搽完都係敷馬士。呢個係精華，依家搽嗰啲 cream 好似。好咧，你中意啊？係啦，好。有冇人用過？有冇人飲過呢3先？係啦，靚價係啦 ，OK。俾多10秒鐘大家打下 ，OK。嗱，大家幫我分享下先，嗱，即刻公開放出去，因為真係好正啊呢個 ，OK。大家炸林，OK。係啦，幫我公開分享下，係啦，嗱，大佬啊80幾次分享啫喎，係啦，一人公開分享幾次，過咗8先。OK， 同埋溫馨提示咧，聽晚咧我哋做個叫做咧虎克節啊，虎克節啊，耶！好，係啦，天花板啊，俾咗10秒啊，因為臨完場之前再玩多次，好冇？臨完場前再玩多一次，好，嚟1、2、3，開場。好，我哋出去冇幫斟支水啊？好水。你前面頭先你洗完之後咧，我已經好想洗。Shelly 係咪讀 Kian 啊？跟住死啊，唔記得咗啲。Iris Trap， 呀，1蚊買面膜，1蚊買面膜，1蚊，1蚊買面膜，係啦，1蚊買面膜，嗱嚟啦，1蚊雞你就可以買到呢個面膜啦嚇 ，OK， 嗱1蚊雞買面膜係啦，1蚊係啦 ，OK， 嗱入邊呢個面膜我同大家講咧，你哋有冇用過 Sweet Cup 嘅嘢？覺得大家點啊？呢個入邊有 exosome 嘅成分係 exosome 嘅成分㗎，即係換句話講咧，佢係有係啦 exosome 嘅成分啦。突然間唔記得 exosome 係中文係咩添？係啦，跟住咧有安瓶 exosome 嘅成分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OK， 係啦，咁我哋咧嗱有 NAM 啊，嗱款式隨機係啦，款式隨機 OK， 好嗱嚟啦，有冇就係飲落咧？好啊。愛鼻涕啊！我突然間諗諗 exosome 係愛鼻涕，唔好意思，突然之間係啦，愛鼻涕，突然間諗嚟諗去諗唔到啲，係啦，1蚊雞嗱款式隨機好冇？款式隨機有 MM 同愛鼻涕2個款俾大家選擇嚇。好啦，嗱而家咧我哋咧就賣咧呢唔使客氣啊 ，OK， 就賣呢3盒先 ，OK， 嗱嚟啦，多謝唔使客氣，謝謝嚇。嗱首先咧，我哋今日會買咧呢一個咧係韓國嘅錦山大東啦，錦山大東呢個地方咧係盛產咧叫做紅心嘅，咁佢哋係6年根，係啦6年根啊。咁佢哋韓國嘅錦山呢個地區咧，佢哋個紅心咧係非常之出名，因為個地理問題啦。咁佢哋咧係經過清啦，記住啦，清洗啦、
蒸啦、烘啦3個步驟去做嘅。咁大家知㗎啦，綠蓮心咧佢個營養價值係最高嘅，因為綠蓮心佢嗰個皂苷係最好。咁皂苷可以滋溫記住啦，唔使客氣啊，唔使客氣 Iris 啊，溫補啦。可以加強我哋嘅循環啦，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嘅。但係呢度係有3種款，咁3種款咧係適合唔同嘅人嘅體質嘅。OK， 咁嗱呢一個咧佢每一盒裏邊咧有三盒，係啦，即係有3盒呢啲，每一盒裏邊咧係講緊咧有咧10 pack。OK， 10支係啦，即飲嘅。咁每一支裏邊咧，佢係佔個1 pack 裏邊係10 ml 啊嘛。OK， 係啦，1 pack 裏邊係10 ml。咁每一 pack 裏邊咧都佔每一 gram 裏邊都佔咗有7個 mg 嘅紅心嘅成分。OK， 紅心嘅成分。咁佢呢一個咧，而家我哋首先介紹呢個，入邊係6年根紅心。咁我而家介紹呢個咧係一個叫做錦山大東紅心嘅金桔 VC 濃縮液。咁呢樣有咩好咧？可以增強你嘅抵抗力啦，亦都可以美白啦。OK， 咁佢入邊咧佢入邊呢個除咗有紅心之餘咧，話俾大家聽先，入邊係有VC 嘅金桔嘅。咁佢係用咩咧？濟州島嘅金桔去做。咁因為點解咧？濟州島會嘅，一定會嘅。係啦，不過要睇下時間先。好啊 ，Crystal 啊，一定會做嘅。咁咧，因為咧濟州島咧，佢個火山岩嗰個黑土層咧係日曬特別充足啦，營養特別豐富啦，令到佢哋出產嗰個叫做咧金骨咧都係特別靚嘅。OK， 咁嗱呢個係完全係冇人造嘅糖嘅。OK， 全部入邊有蜜糖、有蜂蜜。咁佢嗱呢個有咩好咧？佢係可以幫大家有維 C 啦，促進你嘅膠原蛋白啦，可以增強你嘅免疫力啦，可以抗疲勞啦，專注你嘅視力嘅。OK， 咁嗱俾大家睇先。嗱而家咧我哋就係買呢一隻。OK， 改善睡眠係韓國嘅濟州產嘅一個金骨。OK， 而佢哋嘅紅心係嚟自係啦錦山係啦錦山呢個地區㗎嚇，預防流感。咁有時咧，我哋有時就口淡啊，我哋想食一啲叫做飲一啲嘅保健品啊，亦都可以。嗱呢個係冇苦味嘅，大人小朋友都啱。啊！咁由於佢入邊加咗金骨咧，個味道係非常之正。嗱，俾大家望下先。嗱，佢咁樣嘅，係啦，一盒裏邊咧 ，OK， 係啦，一盒裏邊咧佢係有10支，係啦10支 ，OK， 係啦，係是但啦呢度啦 ，OK， 一盒裏邊咧佢係有10支 ，OK， 10支我出翻嚟先，10支俾大家 ，OK， 咁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佢適合咩人飲咧？譬如學生啦。OK， 長時間壓力大啊，瞓得唔好，係啦，記憶力衰退唔集中，啱飲嘅。有啲媽媽咧，係啦，成日都係記住啦，體力好難回嘅，你又可以飲。上班一族嘅，成日捱夜傷神，紅心可以幫助你嘅身體更加去對應外來嘅壓力啦，同埋變化啦，亦都係有助大家身體嘅機能裏邊咧係穩定 ，OK， 提高你嘅效率。所以無論你好忙嘅媽媽，甚至係你翻工嘅人士，都係非常適合啱飲嘅。跟住就係呢個啦。長者啦，咁你知我哋嘅銀髮族啊，有時我哋真係飲紅心，佢可以咩幫我哋補氣血啦，同時有記住 VC 喺度啦，金骨喺度咧，可以補充我哋人體嗰個記住啦抵抗力啦，甚至乎如果你成日做運動嘅朋友，飲紅心都係幫到你㗎嚇。嗱3個飲法嘅 OK， 嗱你一可以直接咁樣飲，最快脆嘅快靚正。第二加水稀釋。係啦，加水係啦，咁第3咧就係咧可以加牛奶咧，你可以做一個叫做紅心拿鐵，係啦，紅心拿鐵，拿鐵好難讀，紅心拿鐵 OK， 咁3個玩法，咁俾大家睇先，嗱一支咧佢係咁樣嘅 OK， 10 ml 係啦10 ml， 咁一盒裏邊咧講明啊，佢係有開翻俾大家睇先。一盒裏邊有3盒裝 ，OK。嗱，到期日咧係2026年嘅2月，係啦，2026年2月啊。咁呢度咁樣一盒裏邊見唔見到？OK， 係啦，咁10支啦。咁咧呢個咧係好好飲。咁有時咧嗱，而家賣咧，頭先我見過咧，出邊有賣200幾啦，呢啲唔使理噶啦。總之今日買咧係30支，係啦，30支。哇！抵到冇朋友今日啲嘢，而家買係講緊咧158蚊一盒，158
158一盒 ，OK， 158嗱，俾個福利先啊！呢一個係 B1，係啦，158蚊。咁呢一個咧係特別適合咧，你想增強你嘅抵抗力啦。咁六年參有咩好咧？韓國大家知啦，出人參係非常之好嘅。入邊講明啊，係呢個係講緊咧，一包裏邊10個 gram， 每一個 gram 係佔咗紅參嘅成分係7。OK， 10個 gram 係啦，個比例高㗎，每一 gram 佔7，係啦，7個 mg， 每一個 gram 係佔7個 mg， 呢一個係 B1 啊 ，OK， 同埋大家都知飲紅參咧，佢唔太甜㗎，佢全部咧係蜂蜜嚟嘅，冇人造糖嘅 ，OK， 咁呢一個咧，你飲咗佢嘅時間咧，佢效果係非常之好，我呢個 OK。如果你啲小朋友咧試試好啦，而家流感好犀利啦，有啲人話齋哇，我想飲咗之後咧增強我嘅抵抗力啦，但係齋紅參好難飲嘅話咧，你哋可以飲呢個158蚊一盒，係啦，一盒啊，一盒裏邊咧係有3小盒嘅。每一盒裏邊咧講緊咧係有10包，係啦，一小盒裏邊有10包。咁仲有一樣嘢咧，俾到大家睇下先。嗱，呢一個床咧，俾大家望下嚇，佢入邊咧係見唔見到？嗱，佢係有咧 HACCP 啦，同埋呢個咧，不過對照，唔知點解今日對唔到先。同埋有呢個 Samsung 認證。OK，Samsung 認證啊，咁呢個係可以增強大家嘅抵抗力嘅。OK，咁如果你哋有時抵抗力嘅時候日常保健啦，你飲咗咩咧？可以美白，促進你嘅膠原蛋白再生，同時亦都可以令到我哋飲我哋叫做紅參啦。咁紅參入邊嘅人參皂苷係非常之高，而佢係嚟自韓國嘅錦山區。韓國錦山區個地質嘅環境問題啦，令到佢哋個紅參咧做出嚟個效果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嗱，望到嘛？嗱，佢有 Samsung 認證㗎嚇。咁可以增進我哋加強我哋嘅循環啦，係啦，同埋佢入邊咧經過3個嘅步驟啦，清啦，記住啦，清洗啦、蒸啦同埋烘啦，呢有3個步驟嘅，所以呢一個咧而家係賣緊158蚊，158蚊一盒 ，OK， 呢個係韓國嘅，唔知係咪個鏡頭污咗呢度啦，好鬼煩，係啦呢個 OK， 見唔見到？係啦 Samsung 認證啊，咁嗱佢係用係啦呢個見到嘛？6年根。係啦，成個咁158嗱，自己落單。嗱，跟住第二個，第二個咧，哇呢個你要睇啦。呢一個咧同大家講咧就係第2盒 ，OK。嗱呢一個咧就係大韓民國嘅特產啦。呢一個就係咧6年根嘅參再加阿膠飲 ，OK。呢個係錦山嘅大東嘅紅參阿膠飲啊嚇 ，OK。嗱呢一個係特別適合啲乜嘢咧？呢個係如果你個體質係非常之弱嘅 ，OK， 係啦，非常之弱啊！你想補血啊，成日面青青啊，手凍腳凍嘅朋友仔咧，你可以用佢 ，OK， 係啦，可以用佢啊！因為其實大家知6年根咧，佢係有一個叫做咧 ，OK， 好嚟。好嗱呢個，咁佢係咧滋陰補腎啦、潤肺止血啦，同埋咧阿膠話佢係用高級品質嘅阿膠，咁係可以補氣血嘅。其實阿膠大家知係一個中藥材嚟嘅，咁佢有咩好咧？可以一個豐富嘅膠原蛋白之餘咧，亦都有氨基酸，係啦。咁通常咧阿膠咧係對女性咧去滋補嘅時間咧，補而不嘈，係啦。第二樣嘢，如果你成日覺得哇頭暈暈啊、貧血啊、氣血嘅朋友仔咧，你哋可以揀呢個。如果你哋大病初愈嘅朋友仔，體質好弱、好難回氣嘅，你哋亦都可以揀呢個嚇。咁阿膠咧，佢係微苦嘅啫，但係咧嗱呢一個咧，佢味道唔會太苦嘅，因為頭先我哋試過啦。嗱而家買咧，我俾大家睇下先。嗱出邊咧。呢個大家真係要望喎，出邊真係貴嘅，你哋自己，我頭先睇到咗下晝，我唔知其他地方。嗱嚟啦，咁你哋咧呢一個，我覺得個效果咧係非常之好啦，就係呢一盒 ，OK， 好喺呢度，係星期好呢個見唔見到大家？我搞翻暗少少先，好 ，sorry， 嗱呢個出邊咧係賣緊咧。呢個成鏡頭係啦 ，OK， 見到嗱出邊賣緊 ，OK， 388蚊，係啦 ，OK， 388蚊一盒
係啦，就係呢個係特別咧。嗱，你要補氣血啊，增強你嘅抵抗力啊。譬如你改善嘅血液循環啊，同埋面色成日都記住啦，頭暈啊，容易頭暈嘅朋友仔，你哋買呢隻。呢個而家係幾多錢咧？而家買咧，呢個係 B2，都係158蚊盒啫。OK，158蚊盒。嗱，一盒就咁樣嘅，係啦，一盒係啦就咁樣。OK。係非常之方便嘅，OK 係啦。咁佢呢個咧係專門咧針對咧氣虛，OK 面青口上白、手凍腳凍嘅朋友仔，或者大病初愈嘅朋友仔，好難回復。你哋買呢個嗱，每一盒裏邊咧，佢佔嘅紅心比例講多次啦，佢係每1 gram 裏邊係佔7個 mg，OK 佔7個 mg 啊，7 mg 啊，咁你就可以揀呢個。咁啊，阿膠咧同大家講佢係補腎啦 ，OK。如果你哋識用咧，譬如你氣血唔係好足夠啊，或者我哋成日都覺得哇好燥熱啊，係啦，成日容易嬲啊，其實飲阿膠咧，某程度上咧都可以改變你身體裏邊嘅環境嘅，做到咧養陰清熱嘅作用 ，OK， 養陰清熱嘅作用啊。咁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啦。係啦，如果你抵抗力好弱嘅，OK，咁其實飲阿膠咧，亦都係咧可以幫大家做一個滋補。咁如果咧你哋上班族啦，係壓力好大嘅，阿膠咧亦都可以幫我哋安定我哋嘅心靈嘅，OK。如果你哋有以上呢個動作咧，你哋都可以買盒嚟試下。呢個就係幾多咧 ？B2。咁我自己咧最中意咧就係下邊嗰個，同埋我中意佢唔甜，中意佢唔甜啊！跟住咧下邊有嗱，我自己最中意呢個嗱，我想問下有冇人成日講嘢，成日喉嚨乾，成日喉嚨好渴，係啦，成日聲音沙啞，係啦。大病初愈都唔好，因為其實大家知啊，紅心咧佢嗰個人參皂苷咧係高嘅，咁佢嗰個人參皂苷咧，記住啦，佢有咩好咧？可以增強我哋免疫力。咁佢係6年根嘅，因為6年根同4年根一定係6年根係最高營養㗎啦。如果你係去到咧有啲人揸7年根、9年根嗰啲唔得咩？唔得，係啦，因為嗰時咧佢嘅營養咧就好似人咁啊，開始衰落。OK， 咁6年根咧係一個黃金時期，營養價值最高嘅。咁如果大家你飲呢個咧雪梨呢一個咧，係濃縮液啊，咁佢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啦，咁佢係用韓國嘅明理 ，OK， 咁佢係對咧氣管啊、上呼吸道啊，或者大家成日哇好耐成日好咳啊、久咳嘅朋友仔咧，你哋就可以用呢一個 OK。咁如果特別適合咧呢一個嚇，如果你聲音沙係啦，跟住成日講嘢啦，你煙酒啦，你夜瞓嘅朋友仔咧，你就買呢一隻。呢個佢入邊咧係有紅參嘅成分，再加呢一個咧，記住咧梨㗎啦。咁梨有咩好咧？佢係特別咧適合你哋咧做呢一樣嘢嘅。OK， 係啦，咁啊一個低熱量嘅水果啦，咁佢嗰個水分嘅含量係非常之高啦，幫助大家維持嗰個水分嘅平衡啦。咁兼且咧可以咧係啦，防止血液凝固 ，OK， 提高大家骨骼嘅健康。咁其實當你紅心咧，大家知㗎啦，佢係一個百草之王啦，咁係6年根。咁呢個係主要幫大家潤肺啦、止咳啦、舒緩喉嚨啦、抵抗力咧。呢個同大家講係好好飲嘅。OK， 嗱呢一個咧就係 B3，嗱而家一次過出呢個價錢俾你哋睇下。嗱，如果你哋咧今日買係啦錦山係啦大東紅心濃縮飲嘅朋友仔咧，一盒裏邊係有30支 ，OK， 而家買係幾錢咧？158蚊 ，OK， 咁你158蚊，你30支咧係為個5個6銀錢一支啫。如果你哋買到啊嚇 ，OK， 你哋買到2件或以上，每件減10蚊 ，OK。嗱雪梨嗰盒咧 B3咧。仲會平少少嘅，係148蚊嘅啫 ，OK， 148除30支係為翻4個9，係啦。咁你譬如講真，你幾蚊支咧，你閒時好過飲汽水啊嚇 ，OK， 即係你問我幾蚊支好過你飲汽水嘅，係啦。咁你諗下咯，你咪計數咯。我哋成日講158蚊一盒，係啦。咁我哋除30，係啦。咁你平均係講緊。係啦，5個2人錢一支。咁如果大家你哋買到咧2件或以上任選啊嚇，即係變咗148嘅啫，除30係啦
哇！你為翻4.9一支咋，4.9一支。咁你朝頭早咧，啲人問幾時飲咧？其實朝頭早飲係最好嘅。咁你有時頭先話齋，佢咧唔會話好燥，唔會燥啊呢啲。有時呢啲咧同大家講咧，譬如小朋友成日叫你咧話9咳啊、剩啊，你叫佢食濕條紋剩啊，你飲呢隻 OK。佢呢個濃縮液咧對我哋嗰個上呼吸道3種係不同效果。嗱呢個係補氣血啦。跟住咧就係橙呢個咧就係幫大家增強你嘅免疫力啦，然之後到呢個雪梨呢一個咧係話俾大家聽咧，佢係對氣管喉嚨係非常之好嘅。OK， 好大家係啦，啱嘅話係啦就係啦自己加啦，跟住就拎時啦，知唔知？我都係最中意雪梨，我都係。你知唔知飲完呢個雪梨咧喺呢個位非常之舒服，我雪梨，OK， 好嗱嚟啦，非常之舒服呢個，唔係講笑。所以咧有3款係啦，嗱呢個咧同大家講咧，嗱3盒咧俾大家望下先，嗱佢個盒就係咁樣嘅 ，OK， 嗱全部咧都係啦，咁深大，但係呢個 OK， 錦山。係啦，咁我哋係亦都攞咗 Samsung 啦，同埋 HACCP 嘅認證啦 ，OK。咁咧佢係咧每入一盒裏邊咧係有呢啲3小盒嘅，每一盒裏邊咧佢係有80支，咁可以幫大家咧。係啦，呢個阿膠咧，佢有咩好咧？女士們氣血比較差少少，你哋就可以飲呢隻。OK， 嗱簡單啲講啦，嗱呢個咧入邊咧佢係有雪梨嘅濃縮液，咁一人1支就得㗎啦。OK， 呢個咧主要喉嚨啊、肝啊、朋友仔咧，你就飲呢個。最後就係呢隻啦，呢一個咧就係咧佢哋用呢個叫做濟州島嘅金桔啦，同埋記住啦，錦山嘅鹿年根啦，咁佢可以增強你嘅抵抗力之餘咧，可以美白。係啦，個效果都係非常之好，講緊都係158蚊盒，係啦，呢一個係 B1。如果 B2咧就係呢個阿膠仁，係啦，入邊有阿膠嘅，呢個 B2，係啦，都係158。如果你買呢一隻咧係講緊咧平少少嘅，佢係平10蚊嘅，148蚊。如果大家任揀到2件或以上咧，每件減10蚊。OK， 嗱5月12號派貨啊，5月12號派貨得唔得 ？OK， 好嗱，跟住得分冇啱啦。係啦 ，OK， 嗱，你哋自己落單啦。呢個係非常之抵，任揀係啦。咁你哋諗下送禮啊，自用，佢打開係咁樣嘅。呢個咧頭先佢哋個個喺度飲，所以咧你哋呢啲咧有時小朋友話嗰個氣管唔好啊，係啦，係啊剩啊，你哋就可以係啦買呢隻 OK 嗱咁樣一盒裏邊係啦，有3小盒，每一盒10包。OK， 咁有時你袋落翻工度變櫃裝呢啲方便。喂，有時真係，如果你哋諗住咧，係啦，父親節送禮啊，係啦，剩啊，你哋就可以揀，係啦，雪梨係最好嘅，係雪梨組。其實你哋買2盒就包郵嘅，知唔知啊？因為我哋節前包郵，係咪啊？喺節前包郵爭2蚊。係喎，係啊，買多盒啦，係買多盒啦。OK， 係啦，咁樣。係啊，大家揀一隻味去試下啦。喂，飲呢啲好過飲其他嘢啊，為翻幾蚊支啫喎。你睇好過平時飲埋嗰啲汽水啊、剩啊，呢個幾好。係啊，同埋咧，佢用嗰個鹿年根效果好正噶。同埋呢間廠我講一次啊，佢係攞咗咧 HACCP 啦，同埋咧呢個叫做嗰個叫做 Samsung 嘅認證，知唔知？仲有呢個阿膠，係啦，出邊呢個係啦，飲呢個咧，除咗係令到我哋嗰個氣血唔好之餘咧，越飲越靚。係啦，越飲越靚 ，OK。好嗱，跟住擺埋一邊，係啦，你哋自己落，係啦，自己落，純天然啊，冇任何嘅成分嘅，攞咗 HACCP 同埋嗰個咧 Samsung 嘅認證 ，OK。好嗱，跟住今晚重頭戲，嗱大家係啦，嗱呢一個咧同大家講咧，今晚咧必買嘅，只呢個價錢講多次啊，只會做一次，係啦，只會做一次，係啦 ，OK。問下大家先，係啦，只會做一次啊！呢一個係啦，頭先我哋呢個嗱有啲人成日問嘢買呢啲嘢會唔會肚屙？係唔會肚屙，係啦，會唔會剩咧？係唔會嘅。OK， 好嗱嚟啦，嗱大家咧，我想問有人問聽過逆齡因啊？
係啦，咁咧嗱呢個係逆齡恩嘅品牌啦，咁佢咧係一個叫做咧纖體5合1嘅配方。嗱呢一盒裏邊咧，我想問下大家先，即係有冇人想暢便 ？OK 係啦，有冇人想解脂、阻吸收、燃燒 ？OK 嗱佢賣點係乜嘢咧？呢個係有36000加個 mg 啦，其實我哋簡單講啦，佢每一粒裏邊已經有600個 mg 嘅啦。嗱呢件產品聽清楚係馬來西亞製造嘅 ，OK 馬來西亞製造啦。咁佢係嚟自馬來西亞嘅製造，佢係用佢純植物嘅萃取嘅，所以素食嘅人士咧，佢哋都係啱食嘅。咁呢一個咧，佢係可以幫大家咩阻隔你嘅糖分吸收 ，OK。可以減低大家個血糖波動。第二樣嘢咧，如果你係一個成日點講咧，因為好難減食到甜嘢，而影響我哋嗰個體重管理嘅，亦都啱嘅。咁佢入邊咧，佢係5合1嚟㗎。佢一盒裏邊咧，正講咧，啲合濕健雲已經做5樣嘢。咁佢個賣點咧，同大家講咧，係啦，佢係分5段個階段去幫大家咧。做到一個記住啦，阻隔啦、燃脂嘅嗱，一個可以減少你個糖分吸收。咁你減少你個糖分吸收嘅時間有咩好咧？可以令到我哋個情緒嗰個記住啦，嗰個血糖冇咁波動，從時係改善大家咧，可以改善埋心血管嘅。OK，血管啦，改善血脂啦個問題嘅。OK，血管血脂。咁呢一個咧，同大家講，佢係馬來西亞純天然製造嚇。咁啊，俾大家睇先嗱，冇人聽過啊？逆齡恩。係啦，呢個係佢最新出嘅版本嚟㗎嚇 ，OK， 好嗱嚟啦，嗱首先咧一樣嘢咧，多謝你 Winnie 嚇 ，OK， 嗱呢個，嗱佢係咧5階段極致嘅代謝，嗱佢可以加速你個代謝㗎嚇，呢一個佢一盒裏邊已經做晒所有功能㗎啦，可以改善你嘅心血管啦，可以改善你個血脂啦，減少你個糖分吸收啦，同埋可以幫我哋減輕你嘅體重。嗱頭先我哋講過啦，佢係攞咗咧。呢個係頂尖嘅甲殼素 ，OK。咁呢個甲殼素咧，我哋成日都講佢入邊咧有4大認證嘅，有GMP 認證啦、HACCP 啦、ISO 22000啦，同埋清真認證。咁佢甲殼素咧，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咧？佢有咩？幫我食呢張相唔該。嗱，甲殼素咧，大家咧其實咧你要知嘅，佢係可以做啲咩咧？佢可以咧促進呢個叫做咧脂肪代謝啦，幫助你嘅體重啦，同埋支持你嗰個記住啦消化系統健康之餘咧，甲殼素咧佢有個好勁嘅功能咧，就係一樣嘢，每一 G 啊1g 嘅甲殼素可以幫你有800嘅 mg 包覆嘅能力，分子細。分解化嗱，佢呢一個咧係專利嘅甲殼素，咁有咩好咧？佢會快速去釋放嘅 ，OK 嗱，佢首先佢唔會俾另外你食得落去，佢唔會俾你胃酸咧，記住啦，分解咗去到你個腸道，佢係快速去釋放，去幫大家分解，已經係有效證實係100% 可以幫我哋包覆我哋嘅油脂，係受到國際認證嘅。所以點解呢一個咧佢係咁出名咧？同埋甲殼素咧，除咗可以幫我哋包走油脂之餘咧，佢可以減重，可以減脂 ，OK， 減重減脂啊！咁繼續嚟啦，咁佢仲有其他成分嘅，有八腎豆，嗱八腎豆咧，佢可以抑壓大家嗰個叫乜營養吸收。第二，如果你想通宿便嘅，呢一個都幫到你嘅，因為入邊有荷葉嘅成分，荷葉嘅萃取物咧可以促進我哋嗰個蠕動吸收啦，改善我哋嘅便秘。第三係啦，佢仲有啲乜嘢咧？佢有呢個嗱，佢可以頭先你講啦，有甲殼素，而佢個甲殼素係專利㗎，而濃度係業界裏邊最高嘅，可以分解你嘅脂肪，乳化我哋嘅油脂。OK， 餐前食2粒就得㗎啦。第三嗱，你好少聽嘅一個叫做咧匙羹藤啊。OK， 匙羹藤酸嗱，匙羹藤酸咧以前係做啲乜嘢咧？以前咧傳統上邊咧呢一個成分咧不嬲都係幫助大家個代謝嘅。大家知啦，隨著年紀越大，你代謝越差嘅時間咧係會好影響我哋個排毒嘅。咁佢可以維持我哋個代謝之餘咧，第二樣嘢佢可以抑制大家對甜食嘅慾望。OK， 嗱呢個好緊要嘅。第三，佢亦都係有藤黃果嗱，藤黃果大家都講啦，佢可以抑制脂肪合成嘅。當我哋食咗碳水化合物咧，其實你有藤黃果咧，佢可以抑制脂肪合成啦，減少脂肪嘅堆積。OK， 咁佢係有以下呢幾個元素喺度咧，做到一個叫做實證咧，係可以幫大家吸油啦、
牌子啦，係5合1嘅配方 ，OK。咁佢如果你哋譬如你有食澱粉質嘅，入邊我講一次啦，佢有呢個叫做咧白腎豆嘅成分，可以抑制你嘅澱粉吸收。第二樣嘢有藤黃果，藤黃果有咩好咧？佢可以咧降低你嘅食慾，令到你一餐裏邊咧唔會食咁多。第三，佢有嗰個叫做咧匙羹酸，匙羹藤酸嘅成分。匙羹藤酸咧可以抑制大家糖嘅吸收之餘咧，可以幫助大家促進翻大家嘅代謝嘅。以前嘅傳統嘅時間咧，佢係咁樣做嘅。第四，佢可以有荷葉啦，荷葉可以幫大家排宿便啦，可以降血壓啦，同埋可以降血脂。最後有甲殼素，甲殼素咧，佢呢一個咧係可以幫我哋飽腹油脂。嚟啦，咁咧我哋講咗咁耐咧，我俾個實際你哋睇下。坊間咧同大家講，哇好多都有一啲叫做減幫我哋飽腹嘢㗎咁樣。呢一個咧實證你哋真係要睇。佢唔係坊間嗰啲。我而家俾個效果你睇。呢度 OK， 咁呢度啦。咁你見得到啦，佢係有杯水啦 ，OK。咁咧大家咧餐前半個鐘頭食兩粒。咁呢一個佢有咩好咧？可以咧將我哋嗰餐嘅澱粉油分 ，OK， 吸走排出體外 ，OK。甲殼素咧同大家講咧，我開頭嘅時候做一個品牌德國嘅 ，OK， 有甲殼素嘅。甲殼素咧佢係對咧吸油降脂嘅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第二樣嘢咧，佢個減重咧，第二個嘅重要個角色咧，轉頭講。大家望住喺呢度嚇，1斤 ，OK， 2斤，哇多咗添，3斤 ，OK， 4斤 ，OK。我當你一餐你冇理由拍咁樣4斤油㗎，多謝你。OK， 4斤油啦，同埋咧呢個咧，你知唔知咧？佢入邊除咗甲殼素之餘咧，第二樣嘢佢係有一個叫做咧匙羹藤酸。匙羹藤酸咧，其實喺減肥裏邊係非常重要角色嚟嘅，因為咧佢係可以咧產生一個咧短暫性阻隔甜味嘅效果，即係可以咧切斷大家對糖嘅慾望。佢入邊係有喺度㗎嚇，咁當大家都知嘅啦，我哋降低咗食甜嘅慾望之後咧，亦都係減少大家身體對糖嘅吸收。有研究表明啊，並表示啊，匙羹藤酸咧係可以抑制腸道消化過程裏邊對糖嘅吸收之餘咧，亦都可以降低糖嘅吸收率，維持大家嗰個改善嗰個叫做血糖嘅水平嘅，得嘛？所以呢一個咧，佢入邊頭先我講有匙羹藤酸、有甲殼素、有白腎豆，係啦，嘅白腎豆啦，亦都有呢個藤黃果嘅成分，係啦，係一個5合1純天然配方。咁我而家咧俾啱嘢俾大家先啦，一張佢就咁樣嘅。OK， 而佢每一粒咧都係有600個 mg 嘅 ，OK， 咁係一支係幫大家暢便啊、解脂啊、代謝嘅效果嚇。咁大家咧餐前食2粒，如果你嗰餐係非常非常之大嘅話咧，就餐前咧你就食3粒，一日最多係6粒嘅啫。OK，around 啊，一日最多係6粒。OK， 好，我嚟移翻正個鏡頭先。好，大家望唔望到？呢度好多油嘅，睇到打個 Y 字上嚟先。OK， 望住啦嚇。咁咧你會見得到咧，佢有膠囊嘅，呢個係植物性膠囊。呢個植物性膠囊咧，大家聽清楚，佢係唔會咧，記住啦，俾我哋嘅胃酸消化嘅。當我哋食物落到個腸道嘅時間，佢啱啱好就會釋放翻入邊嗰個記住成分出嚟啦。佢會幫我哋吸走我哋食嗰餐嘅油脂，唔會俾我哋人體吸收，從而做到減重嘅效果，清楚嘛？落2至3粒，食就食2至3粒，你哋自己中意啦。咁有啲朋友會問㗎嘛，我有冇肚屙？冇肚屙 ，OK。呢件產品係馬來西亞製造嘅，咁大家知馬來西亞咧，佢哋嗰個做濕條紋嘅效果係非常之好。呢度係講緊4湯匙油，咁你每一餐老老實實，你唔會食4湯匙油啦 ，OK。咁我哋咧就放2粒落去，一剔過下，係啦，冇剪接啊。OK， 放入去。咁你記得到咧，佢係慢慢咧，當我哋而家俾我近嘅你睇先 ，OK， 你哋你留意住啊，當我哋油係浮上面噶嘛，你見唔見到咧？佢係會咧將啲油咧慢慢喺度吸入去，見唔見到呢度？望到打個 Y 字先。佢入邊嘅成分咧，油係全部係扯晒入去嘅。咁佢會將我哋食嗰啲油咧，完全係吸收晒，然之後成個一粒咧係排出體外嘅。OK， 你睇到個效果係非常之係啦，明顯嘅。見唔見啊？睇到打個 Y 字上嚟啊。OK， 佢係但係一樣嘢啊，佢係完全係植物嘅成分，完全冇 chemical 㗎，即係冇一啲嘅叫有冇瀉藥，有冇剩啊？如果瀉藥就直接聲㗎啦，佢冇嘅，佢係慢慢去吸收，跟住幫你包覆。
然之後幫我哋排出體外 ，OK， 好啦，嗱跟住咧呢度一粒嘅啫，咁你一餐裏邊係2粒啦，咁然之後咧我哋而家就再落多一粒落去，咁你睇到個效果咧係幾好嘅 ，OK， 咁你明顯咧見到個效果咧係快好多，咁你一陣間咧嗱由佢就得㗎啦，咁你當我哋食完嘅嘢 ，OK， 係啦，半個鐘頭度咧，你見得到個效果咧，佢係非常之快嘅，係啦，話你睇下呢個。你見到喳喳聲、啜啜聲咁樣2-3下，咁你睇得到咧，佢就完全見唔見啊？一陣間咧，你見得到咧，佢呢度咧，我翻高個鏡頭先，佢個包覆嘅重量咧，個效果咧係非常非常之正，所以咧嗱望住啊，嗱而家見唔見到呢粒 ，OK， 咁你當我哋嗱，佢係會有牽引力嘅扯住嘅，然之後一陣間咧，你見得到咧，佢會咧將我哋慢慢係吸完之後，佢就會排出佢嘅體外嗱，直頭2粒都係聚埋一齊，因為啲油分係多。你諗下，我哋如果你食炸雞啦 ，OK， 嗱你食炸雞，你食燒鵝，你食燒肉，你去打邊爐 ，OK， 嗱所有你多油嘅嘢 ，OK， 你一次過食完之後，佢係好似一個吸油紙，見唔見到？嗱睇到個 Y 字，即時幫我哋排走。但係你留意下，佢係慢慢分解。嗱，如果有剩嗰啲咧，佢仍然都會係繼續吸嘅。所以咧，佢係有實證，係有實證啊！將純天然植物嘅成分去幫你去做到一個阻隔啦，OK， 吸油啦，係啦，阻隔啦，係啦，代謝啦，燃燒脂肪啦，排便啦，同埋解脂嘅作用。1g 嘅甲殼素，佢嘅專利成分可以包覆到800g 嘅油脂。OK， 所以呢一件產品咧，點解佢成日都講咧，好勁啊！真係有客人真實，佢哋自己有員工啊，食咗2個禮拜減2磅。OK， 同時佢唔係齋係一個減肥，即係齋係一個咧降血減肥嘅產品啊。佢同時係有助幫大家咧，記住啦，減輕體重之餘咧，減少糖分吸收，因為入邊講一節佢有匙羹酸。第三，佢嘅降血脂可以改善埋大家心血管嘅疾病，因為大家要知道咧，當我哋頭先我哋講咧，減低咗大家對甜食嘅慾望嘅時間咧，你知唔知有咩好啊？咁咧佢係咧係啦，咁你降低咗慾望嘅時間，匙羹酸佢可以幫大家咧短時間嗰個慾望低嘅時間，從而幫大家做到降糖嘅，因為你糖分食少咗。OK， 咁嗱一陣間嗱你哋睇到嗱睇唔睇到嗱睇到打個 Y 字先嗱呢個係真係勁嘅嗱。真係勁嘅，見到啊，係大大嚿油，見到嘛，係完全包住咗 ，OK， 包住咗嚇。咁當我哋有時食大餐嘅時候用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有時唔係喎，我哋食大餐之前食佢又得。咁有時你餐前就食2粒，如果你真係嗰餐好大嘅話，你就食3粒，OK， 食3粒嚇。咁一日係啦，都係嗰句咧，飲2 kg 嘅水就可以啦。咁最多人問嘅問題啦，你 M 嘅時間食咪得食得嘅，冇問題嘅。如果你哋配搭運動去做係仲好，因為點解咧？當大家做完運動嘅時間咧，其實你燃燒緊脂肪，但係始終你個人都喐動咗咁耐咧，有冇發覺一做完運動我都好想食嘢？其實咧，如果你做完運動咧係食嘅話咧，佢有咩好咧？可以抑制你對食嘅慾望，唔會令到食做完運動啦，你燃燒咗啦 ，OK。但係你食翻2個麥當勞餐，咁你咪冇意思咯 ，OK？ 咁第三咧，嗱當然啦，懷孕啊、餵緊人奶嗰啲你就唔好食啦嚇 ，OK？ 嗱食用嘅方法係非常之正嘅啫，嗱13歲以上就可以食得，咁點解咧？佢係純植物天然配方，咁點解13歲以上咁得意咧？一個原因啊，就係嗰個叫做咧。而家好多小朋友黐肥㗎，你可以食㗎嚇 ，OK？ 咁啊係啦，12歲以下唔好食啦。你飯前食半個鐘，或者空腹食係啦就可以啦。哇！你望下成嚿啜卜卜一啜佢就啜咗出嚟啦，好大嚿呢個卜卜 OK？ 咁嗱呢一個咧佢有晒認證㗎嚇 OK？ 咁佢個功能性咧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強。但係而家咧30分鐘前係可以食㗎啦，得唔得 ？OK？ 咁嗱嚟啦，嗱我哋講一講嗰個啊，記住啦，價錢俾大家聽先。嗱本身咧。聽清楚啦，你自己上網 check 啦。原價佢係賣緊咧1198蚊，係啦一樽有60粒嘅。你一日咧記住啦，一日譬如你一日2粒咁計咧，就係食到1個月份量。如果你係有2餐要食2粒嘅話咧，你就食15日。O 唔 OK？ 係啦，自己計係啦，因為有啲人話即係哇，我又戒唔到口啦，我又想延脂啦。佢個成分係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嗱，今日買係幾錢咧？今日買咧係講緊咧只會做一次啊呢個價錢。就算你哋食過好，都冇得再做呢個價錢㗎啦。講明先，下次唔會做呢個價錢，係幫我哋私粉一次性優惠。而家買係328蚊1樽，買到2樽係299。
OK， 2樽起299蚊，係啦。嗱，食飯半個鐘頭前食，即係譬如空腹嘅係啦，空腹譬如你話，哎呀我食早餐平半個鐘咯，係啦，空肚食嘅，所以係啊，所以你空肚食半個鐘啊嚇，同埋大家要知道咧，甲殼素咧其實咧佢喺減肥裏邊咧，佢包覆嘅油脂係非常之強，同埋佢最好一樣嘢咧，頭先我哋咪擺咗啲油，跟住打開咗佢。點解佢咁快可以吸到油咧？就係個專利嗰個叫做咧甲殼素，佢可以幫大家快速去幫你哋吸油，包覆住你哋啲油嚇。咁呢一個咧同大家講咧係快速釋放，係啦，係真係可以記住分解，兼且係有實證，係100% 可以吸收到我哋嗰餐嘅油分嘅。OK， 嗱我哋講多次啦，嗱一盒係講緊咧賣緊1198蚊 ，OK， 今日私粉價係啦，300一樽 ，OK， 未食過食住一樽先 ，OK， 你話我有信心啊，三姑 ，OK， 你食過嘅或者我真係想試啦咁樣咧，我會建議大家2樽以上係299嚇，哇真係唔係講笑，呢個價錢咧係真係非常之優惠 ，OK， 咁嗱佢係每一粒裏邊係有600個 mg 咧，已經係包含晒咧，我哋記住啦，幫我哋燃燒嘅慾望啊，餐前半個鐘頭食就得啦，一個裏邊做晒暢便啊、解脂啊、代謝啊、再吸收啊。係啦，同埋燃燒脂肪嘅 ，OK。嗱呢一個曲係 AA 啊，你哋自己落單 AA 啊。咁啊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嘅講入嚟聽唔到，空肚可以食。其實應該咁講，佢餐前半個鐘，明唔明？餐前半個鐘。咁其實如果你朝頭早好似我咁啦，我可能我朝頭早起身，我唔食嘢，咁我食2粒。跟住我出門口，咁我翻到公司食嘢嗰時間就啱啱好。佢建議係餐前半個鐘，係啦。咁啊可以食㗎啦，收到打個 Y 字啊，餐前半個鐘咁你就可以去食佢咯。咁個效果都係幾正嘅，咁你哋自己落啦呢個。咁呢一個咧，佢係嗰個記住啦，佢入邊個成分咧係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同埋咧佢主要係幫大家做咩咧？減少大家對嗰個叫做糖分嗰個叫做咧吸收。係啦，嗰個慾望啊，阻住大家。同埋，如果你想控制體重啦，或者你想嗰個叫做減糖嘅朋友仔咧，你哋就可以食呢隻 ，OK， 食呢隻嚇。咁呢個係 AA， 一盒係328蚊。嗱，買到2盒或以上咧就299，2盒或以上299。你睇下幾誇張，睇下成嚿。OK， 嗱，如果你哋未睇過咧，一陣間咧再做俾大家睇。哇，真係好勁㗎呢個！哇，佢係咧即時吸落去，包覆晒你嗰餐嘅油，咁樣就搞掂㗎咯喎。咁你諗下，我哋有時食嗰啲油嘅時間，話食嗰時食韓燒啊、大餐啊 ，OK， 甚至乎有時出街食飯啊，你諗下去茶餐廳嗰啲油係幾犀利，咁可以包覆，同埋同時間咧，我講多次啦，佢其他嘅成分咧都可以咧，譬如佢入邊有白腎豆啦，咁佢可以抑制咧，記住啦，去阻隔吸收嘅一啲嘅脂肪啊，係啦，佢會阻隔啦。第二樣嘢有荷葉啦，荷葉個萃取物佢只要係幫大家做咩？促進你嘅腸道蠕動啦，改善排便啦 ，OK。如果大家有時有宿便嘅時間，佢可以做到嘅。所以佢係喺馬來西亞點解咧？記住啦，做得好好，係國際最新嘅5個階段去代謝下，由抑制吸收到我哋去排便，甚至乎頭先我哋講啦，解脂入邊咧有咧呢個頂尖嘅甲殼素，咁佢幫我哋分解脂肪，同埋乳化我哋嘅油脂。OK， 乳化我哋嘅油脂啊，咁譬如你食早餐嗰啲嘅油脂咧，佢可以好容易去乳化，跟住分解，然之後再包覆，然之後幫我哋排出體外。咁頭先我哋講過啦，有匙羹炭啊，匙羹炭係一個叫做咧調節我哋嘅代謝啦，控制我哋血糖啦，同埋有藤黃果。嗱，藤黃果咧係抑制咧，記住脂肪去合成嘅。咁你抑制脂肪合成有咩好咧？變相我哋嗰個叫做咧，脂肪堆積咧，亦都係會減少嘅。OK， 咁你哋咧就可以咧去試下，係啦呢個，咁係 OK 嘅。即係嗱，有啲人最常問就係，哎呀，佢會唔會好咩？會唔會一樣嘢就係肚屙啊咁樣咧？冇肚屙嘅成分。係啦，冇肚屙嘅成分嘅，知唔知 ？OK， 所以咧嗱，你哋自己落啦嚇。咁同埋一樣嘢啦，佢加埋白腎豆啊，我哋見到個好多嘅supplement裏邊都有，同埋呢個價錢係非常之抵，真係非常之抵，同大家講，唔係講笑。咁你哋
呢個係佢可以嗰個。咁啊，甲殼素咧，其實咧係當我哋進入咗咧，咁有啲人話即係其實甲殼素嘅主要係當我哋譬如我哋食咗落去啦，咁我哋係去到我哋小腸之後咧，佢會可以吸走我哋記住啦，食物中裏邊嘅油脂嘅，最出名係邊電視機啊，跟住咧形成一個咧非水溶性嘅物質咧，幫我哋嘅排出嘅體外係啦，咁咧一樣嘢，所以佢係可以幫大家咧去阻隔同埋吸油，咁個效果係幾好。所以你哋呢個咧，如果你哋譬如琴日我哋咪買依菲咧，係啦，幫大家塑形瘦身，呢一個咧係可以幫大家咧減脂，係啦。咁有時喂，我哋琴日買完部依菲部機有冇買啊？你哋我買咗依菲部機咯喎 ，OK， 然之後咧。買咗依菲部機啦，然之後咧，我哋再做咗個型之餘，然之後我哋又想去燃燒脂肪瘦身嘅話咧，你哋就可以買呢一隻 ，OK 係啦，即係我哋內外兼備 ，OK 逆齡因啊，咁佢一粒裏邊咧係幾大粒咧？俾大家睇先，係咁大粒嘅。咁其實咧，你餐前半個鐘頭就俾2粒去食就可以啦。OK， 餐前2粒。咁嗱，見唔見到嗱？我做多次啦。咁頭先我落咗好鬼多油喺上面，見到上邊係油嚟嘅。咁如果咧，當我哋咧，譬如我哋咧直接放落去咧，你會望得到咧，佢係好快咧，將咧我哋平時嗰餐嘅油分咧，全部係可以吸走佢。吸完之後咧，佢係會咧，你記得到咧，佢係成嚿包覆住咧，幫我哋排出體外嚇。嗱，老老實實，你餐飯點油都好啦，唔會有4湯羹咁油嘅，知唔知？係啦，咁你留意下啦。咁佢係完全係被包住嘅。咁佢入邊講多次啦，佢入邊亦都係有嗰個叫做咧頭先我哋講係匙羹酸 ，OK， 咁匙羹酸咧，佢亦都係一個減重咧好重要嘅因素。嗱，你記得到咧，佢而家開始慢慢浮上面㗎啦。一陣間咧，你記得到咧，佢係會慢慢將啲油脂咧慢慢去吸啊嚇，吸完之後咧，嗱，你記得到咧，佢就會係啦，唰一聲係啦，當呢個係你條腸，當呢個係腸，你個腸裏邊嘅油分，見到好多油分，佢而家又慢慢吸。係啦，你會見到咧，佢咁樣嘅分解，你見到佢走住嘅呢啲 ，OK， 咁佢就會慢慢咁樣吸晒咧你條腸嘅側邊啲油啦，係啦，因為你食咗係啦嗰隻炸雞髀 ，OK， 你食完隻豬肉 ，OK， 甚至乎屋企整咕嚕肉，係啦，跟住咧你又食5花腩，係啦，食個豬手，你見得到咧嗱，你留意住呢個見啦，嗱你留心睇下，佢慢慢細嘅，見啦，佢慢慢真係好吸嘅。係啦，你嗰餐嘅油佢食咗，係啦，佢會幫你吸完，然之後見唔見到？嗱吸咗啦，然之後佢就會幫我哋咧，係啦，就會做啲咩啊？睇多次啦，見唔見到？排出體外，嗱排出體外啊吓 OK， 咁你諗下，即係以後我哋喂講真，我哋成日都講喂減肥還減肥，控制飲食還控制飲食，咁有時食嘢都係開心事嚟㗎嘛。喂，我大餐之前拍2粒。OK， 咁你諗下，可以無負擔地係繼續食，幾開心。OK， 嗱講多次啦，嗱1盒係60粒啊。咁咧1盒60粒嘛，咁而家賣咧係啦，市場價係1198元㗎。今日咧我哋賣係328蚊1盒，買到2盒或以上係只需要299 ，OK， 299。係啦，嗱有啲人問咧，每日其實最多食6粒嘅。如果你食個餐真係好大咧，可以3粒。咁其實佢每一粒裏邊咧係已經有600個 mg 喺入邊㗎，同埋呢一個咧係素食者都食得㗎，素食者都食得。OK， 咁馬來西亞製造係啦，咁你每日2粒啦，食飯之前就係食飯之前咧係講緊咧30分鐘，咁每次係2粒，除非真係好大餐，如果唔係咧，我都建議大家每日食2粒嘅。咁你如果咧有啲人話齋，咦我午餐唔好誇張 OK 㗎咁樣，咁你就可以唔食啦。咁有時真係同朋友啊、同啲閨蜜啊，亦傾下偈啊、影下相嘅時間咧傾下偈啊，今晚真係會出去大魚大肉咧，咁你就打住2粒打底 OK。咁你預一日2粒咁嘅咧，就1個月份量 OK。而家賣係328蚊，咁你買到2盒或以上係299 OK。咁呢個咧係非常之好嚇。咁如果你話齋，喂我又想減肥啦 OK， 又想排脂啦，又想加速你個代謝嘅，你哋就買逆齡因呢個，呢個係5合1嘅配方啊嚇。咁逆齡因係啦，一個佢個名叫做 Broca， 咁Broca 嘅意思咧係啦
打散晒，係啦，飽腹晒，幫我哋啜一聲排出去體外嚇 broker 呢一個 OK， 咁係嗱，佢入邊咧俾埋呢度你哋睇先，咁佢亦都係攞咗咧呢個叫做GMP 啦、HACCP 啦、ISO 啦22000啦嘅認證嘅，咁佢同時間見唔見到5大元素？係啦，5大元素嘅一個功能㗎嚇。嗱俾大家睇 ，OK。咁我哋講啦，佢可以降低膽固醇吸收之餘咧，同時減重減脂，減重減脂啊。咁啊，藤黃果咧令到大家咧冇記住啦，唔容易有飽肚感啦，同埋記住啦，可以降低我哋個脂肪合成啦。咁啊，白腎果咧亦都可以幫我哋吸收嗰個記住澱粉質嘅吸收嘅。嗱，成套 OK。嗱，一盒係講緊咧60粒㗎啦，每一粒裏邊係講有600 mg 啊嚇。咁而家賣咧係講緊200一盒，買到2盒或以上299 OK， 299呢個曲咧係 AA 啊嚇 AA。咁嗱，今日咧咁我哋出翻嚟先，係啦，今日我哋咧嗱基本嘢就介紹晒啦。咁你問我嗱嘢就唔多 OK， 但係咧我覺得件件都係可以去睇下嘅。嗱，首先嗱自己啱啱入到嚟睇睇啦嚇。嗱，今日咧我哋係買咗3件產品 OK。嗱 AA 咧就逆齡因係啦，千型5+1配方啊嚇，呢個咧係幫大家暢便啦、代謝啦、解脂啦，係啦，代謝啦、阻吸收嘅。咁佢5個配方咧係專為咧阻隔糖分，可以降低埋膽固醇，甚至乎改善心血管而設嘅5種成分啦，有匙羹藤啦 ，OK， 有甲殼素啦，有藤黃果啦、白腎豆啦，同埋荷葉嘅成分嘅 ，OK。咁馬來西亞製造㗎嚇。咁而家買咧到期嘅係2027年嘅3月，一盒裏邊有60粒，餐前半個鐘頭就食2粒就得㗎啦。咁一盒係328蚊，買到2盒或以上係299 ，OK。嗱，跟住到 B 啦 ，B 嘅 item 咧就係錦山大東紅參濃縮飲啊嚇，一盒裏邊係有30支 ，OK， 一盒裏邊有30支。嗱 B1咧就係紅參根急 VC 係啦，呢個係美白促進急骨膠原蛋白，同埋增強你嘅免疫力同埋記憶力嘅。如果小朋友咧你想增強佢免疫力，呢排大家知係流感高峰期好犀利啦。咦，我想買呢啲係啦，好似果汁類嘅嘢，又可以幫佢補下嘅，係啦，溫補㗎嚇，你哋就買係啦，錦山大東嘅紅參濃縮液嚇。B1咧就係金桔 VC 158蚊一盒 ，OK。B2就阿膠係啦，阿膠係適合啲咩咧？啲靚女啊，成日面青口唇白啊，氣虛嘅朋友仔，你哋就買 B2 ，OK。B3就雪梨嘅，雪梨係對成日講嘢啊、聲沙啊、狗咳啊 ，OK 嘅朋友仔咧，你哋就買 B3。B3咧係148蚊，咁唔理啦。今日 B1 至 B3咧任選2件或以上咧，每件減10蚊，即係你平均係148至138蚊一件啦嚇。嗱，跟住就到拋光瓶。洗麵粉 ，OK， 嗱呢一個咧係真係好用嘅。洗麵粉咧點解會覺得佢好用咧？嗱，洗麵粉咧坊間都會覺得咧好乾嘅，但係洗麵粉大家知嘅，佢個酵素係高咧，佢係可以好容易嗱，佢入邊係100% 氨基酸嚟㗎，起泡劑。咁當你咧個酵素高、活性成分高咧，當我哋起到變氨基酸咧，一去到按我哋個鼻頭啦，或者額頭啦、下巴位啦、T 字位嘅時間咧，佢係好自然幫我哋咧騰走啲污糟嘢 ，OK， 騰走啲污糟嘢。咁有啲朋友仔會問嘅，特別乾得唔得咧？咁樣嗱，佢入邊咧，就算你乾性皮膚都可以用到呢個洗麵粉。個好處點解咧？佢入邊加咗 B5 啦，加咗嗰個海藻類啦 ，OK 嘅成分喺入邊。咁海藻大家知係貴嘅，咁我哋用粉嘅時間可以同我哋皮膚嘅毛孔相似到極似，令到我哋容易融入我哋毛孔之餘，第二樣嘢同時幫我哋同時間去保濕嘅。咁佢保濕程度係高嘅。第三，佢嗰個入邊佢有大米同埋木瓜酵素，咁變咗咧，佢做嗰個美白個效果亦都係非常之好。咁大家都知㗎，喂，有時我哋洗完面咧，佢係洗完啊，即時係白半度嘅。OK，嗱呢一個咧一樽講明嘅係用到4個月嘅。係啦，一樽係用4個月啦。咁一樽係幾錢咧？448蚊。OK，咁你平均係講緊224蚊一個月啦。咁但係今日買咧個價錢咧係全港首賣㗎啦，未做過㗎嚇。今日買咧我哋係488蚊買1送1。咁咧你平均咧係講緊咧，頭先我哋講過啦，一樽448，sorry啊，448係用1個月用4個月嘅份量咧，係講緊平均係112蚊先啱，112。咁如果今日買1送1嘅話咧，平均係56蚊樽嘅，因為佢係 total 咧可以用到8個月嘅時間，一件可以用4個月，2件用8個月。咁你將448除以8嘅話，平均係講緊56蚊一個月。咁頭先我都講啊，哇！我淨係愛嚟洗下手踭啊，洗下膝頭哥啊，
洗下後背都抵，OK。同埋咧，佢一搓出嚟嗰個記住起泡咧係非常非常之綿密，OK，綿密度係非常之高，同埋唔掹緊嘅。但係大家咧，由於咧你一洗完咧，佢打開咗我哋毛孔嘅通道咧，大家咧快啲搽嘢，OK，即係快啲搽嘢嚇，你會係特別咧非常之好吸收嘅，OK，知唔知？係啦，就喺呢度。嗱，今日咧我哋介紹嘅產品咧。就喺呢度啦，嗱，大家有冇問題先 ？OK， 就喺呢度啦。咁啊，以上啦，咁啊，其實幾樣嘢咧都係優惠價嚟嘅，係啦，尤其是呢個，見啦，嗱，一篤一篤嘅便，佢真係咁樣包住嘅，所以咧你哋咧唔會肚餓，係啦，完全包覆晒我哋嘅便便咧係非常非常之好啊。咁然之後咧，我哋嗱今日啦買啦，嗱又有呢個紅心飲啦，呢個紅心飲好抵嘅，100零盒。你100零蚊一盒，一盒裏邊有30支，平均幾蚊支 ，OK。咁嗱，我哋咧預告下先。嗱，聽日咧我哋係會做榴蓮嘅 ，OK。聽日會做榴蓮 ，AA 嗰隻啊，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係不一樣，係啦。嗰個都係幫你減磅嘅，但係呢個係幫我哋咧。餐前食啦，佢亦都係大家都係阻隔嘅，係啦，阻隔係啦，成 well 嗰陣話就係啦，話真啲係啦，阻隔呢一個咧，佢係用角合素同埋嗰個有冇甲殼素？我都要睇睇。呢個甲殼素同埋匙羹藤酸 ，OK， 匙羹藤酸咧，佢最大嘅玩法係啲乜嘢咧？可以阻隔咧你對食甜嘅慾望，所以控制血糖嘅朋友仔呢一盒係特別適合嘅，講真。但係咧，佢同時間咧，如果你食大餐，你食佢有咩好咧？佢係可以咧。頭先你有冇睇過測試啊？你問頭先你有冇睇過測試啊？即係上邊係油嚟噶嘛？佢係會幫嗱，佢會落到我哋腸道 ，OK。當嗱你餐前半個鐘嚟食佢㗎，咁有咩好咧？當你嗰餐大魚大肉嘅時間咧，你嘅油分咧，佢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幫你吸晒，然之後排出體外，令到我哋完全係啦，即係幫你排出體外咧。你條腸唔會吸收到油，即係換句話講，譬如我今日食嗰嚿豬手啊，食嗰嚿五花腩啊，肥哥好鬼死油嘅時間咧，佢會做到係完全包覆晒嘅。咁第三咧，佢入邊有藤黃果咧，同埋白腎豆。我哋成日都講呢兩樣嘢係時時都走出嚟嘅。呢兩樣嘢咧係一個咧可以抑制，記住啦，碳水化合物啊，記住啦，轉為脂肪啦，即吸收啦，係啦，抑壓個脂肪吸收。白腎豆咧，佢係可以咧。令到大家嗰個叫做減低我哋記住啦，抑制澱粉，一個抑制澱粉。藤黃朵咧係亦都咧記住啦，阻隔吸收冇入嚟，啱啱入嚟唔緊要。咁第三咧我講多少少啦，佢入邊咧會有荷葉嘅。咁呢一個咧第三佢係5部曲嚟嘅，5部曲嘅意思咧可以做到咧幫大家腸便加速你個代謝。匙羹酸咧，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呢個係咪呢個叫匙羹？呢個係啦，匙羹藤酸啊嚇，匙羹藤酸，匙羹藤酸其實我講多次啊，佢係一個叫做咧一個係以前係不嬲都係幫大家提升個代謝嘅。咁提升個代謝之餘咧，近年俾人發現咧，原來佢可以抑制對食甜嘅慾望，同埋佢有效幫大家降糖。OK， 咁大家都知啦，當我哋食咗飯嘅時間，糖分係會令我哋好容易嘅血糖飆升噶嘛。咁佢可以咧令到我哋嗰個糖分咧係好似減少你糖分吸收，咁從而間你個血糖飆升都冇咁高嘅，可以呢隻 OK。好嗱，俾大家望下先嗱，就係呢一幅呢度。咁咧嗱呢度咧頭先我係大約唔知落咗4-5大湯羹嘅嗱，你一餐裏邊冇食咁多油㗎嚇，見唔見到？但係油喺呢度。咁嗱，大家咧望住啦，我落多次，我費事再去攞水又難咧，我爭冇完水。嗱望住嗱，呢個膠囊係植物膠囊嚟嘅，到你嗱去到胃道嘅時間，膠囊已經溶化有胃酸，咁佢有效嘅成分咪去到你個腸咯。呢個係你個腸道，當你個腸道你食咗油分嘅時間，佢好似一個海綿體不斷幫你吸油嘅 ，OK？ 吸咗之後，你條腸道係吸收唔到㗎嚇，從而幫大家做到咧管理你嘅體重啦、塑形啦 ，OK 減脂嘅嗱，每一粒裏邊咧佢係有600個 mg， 一個 mg 咧係能夠幫大家咧吸油咧係吸到包覆咧係可以包到800 gram， 1 gram 嘅甲殼素可以包覆到有800 gram 嘅嗱，望到嘛？你留意下啲聲嗰啲位，即係字嗰啲位，見唔見到？見到啲油咧，佢係慢慢咧
係啦，拖入去嘅。所以嗱，呢一個同大家講咧，嗱，只會做一次嘅就係呢個價錢，佢係不嬲賣緊咧，原價係1100幾嘅。如果佢做特價咧，佢係都係賣600幾啊，係啦，最平都4，即係佢自己有時做啲 function 啊，母親節嗰啲，嗱你睇，見唔見到啊？你望下呢啲位，慢慢吸入去。OK， 正常咧，如果呢粒係粉咧，你記住啦，佢係會咧化開啊、溶開，但係佢係慢慢好似將啲油咧吸住嘅。嗱，見到嘛？望到嘛？好啦，吸咗，跟住嗱，佢唔係快㗎，佢係慢慢吸收，跟住佢就會幫我哋咧，係啦，吸走咗去毛上面嘅，你會見得到咧，佢吸到嚿，係啦，佢就會幫你排出去體外，就變咗啲便便咯。咁因為佢入邊有荷葉嘅成分咧。佢係第三咧，佢嗰個分解係做得好好嘅，因為佢個技術咧話俾大家聽係快速去分解，落到你嘅腸道，佢個成分裏邊快速分解，幫大家吸收翻，係啦，你食多咗幾餐，係啦，咁你就食啦 ，OK， 咁咧嗱就係呢個，咁餐前食2粒，係啦，餐前半個鐘頭食2粒啦，同埋食呢個咧多飲水，係啦，多要飲水啊，係啦，啲朋友話齋要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要飲水嘅，係啦，2粒就得㗎啦。咁一樽裏邊有60粒嘅，如果你夜晚嗰餐勁嘅，一個月你譬如你食1餐嘅，咁你咪食咗1個月份量咯。你話唔係喎，我午餐又會有時好誇張，跌咗落去啦，已經掛住講，見唔見到？係啦，跌咗落去。如果你食午餐嘅話咧，即係食午餐都好勁喎，諗住食放題嘅，咁你咪一日食4粒咯，就食15日。咁今日賣係328蚊，買到2盒或以上係講緊咧299。OK， 得唔得？咁咧嗱，預告翻先，聽日咧我哋咧就做榴蓮。OK， 榴蓮係啦，咁做馬來西亞嘅榴蓮啦，咁你哋同埋會做邱師傅嘅盤菜，有優惠價，OK， 咁你哋就記得就入嚟睇啦，聽日7點鐘開播 ，OK， 7點，知唔知？咁講到呢度啦喎，各位，拜拜。嚟啦，問個主播，佢解釋過，而家俾幾分鐘，嗱你才能清楚，喂，買幾多個？